梦我无想好，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刚到世界，伊设计超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做爱千百年，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光放飞，心比之全比之情感淡的，看你困眠是我的贵人，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就你听你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滋味拖舒服，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zan境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无想好，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
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你的几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心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煞经常看待，都讲将来要相同，叫我做爱千百日，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宝岛风飞，身边只存你一千个等待，看你困眠是我的贵人，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美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你的几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
卡囤足机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大魂。Hello， 大家午安午安，猪猪，真的康复的好快哦，当然还是有一些些虚弱啦，对，不过太棒了，感谢兄弟帮我殴打病毒，我真的很难想象我昨天的凌晨4点是完全虚脱的状况，就是明明都在我们家哦，我们家的床跟厕所距离到底是要多远？我们家也不是。如果是三合院就算了，三合院的厕所或许真的很远，可是这种一般住家，你床上跟厕所的距离应该是不至于会太远吧？那对我而言，那真的是这2-3年来最遥远的距离吧？因为我记得大概2-3年前也有一次诺罗，也是这么遥远。我真的觉得啊，你今天如果要跟一个国家打仗，你直接瘫痪他们的战力，怎么瘫痪？嘿，用这种肠胃型病毒，又急又快的直接使敌人上吐下泻，但完全就直接全军覆没，你知道吗？多强的兵都没有用，直接就是上吐下泻，完全全灭，灰飞烟灭。大家午安，对，我好开心今天可以突发哦，也好险，我昨天要出的任务其实是比较机动性的啦，那个就是我自己如果handle 得住的东西，对，那个就是一个既定的一个行程，但是它并没有说如果说真的影响到的话会怎么样，对啊，顶多就可能延期或干嘛这样子。我真的没想到凌晨4点怎么会突然就是这么夸张，好急耶，又急又快，你先是吐，然后先是吐完之后马上就是又狂拉肚子的那种，真的是又急又快，对，就是很可怕的那种急性肠胃炎这样子，对啊，难道是因为我们的胃酸股长出现了吗？我那天连胃酸都吐出来了，胃酸跟那个什么胆汁超苦的，天哪，我真的以前很像没有吐过这么苦，然后还这么灼热的东西出来，这一次我真的有点吓到，我整个喉咙在烧，然后嘴巴苦到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它那种感觉，太夸张了，对，而且听说我很像那一次啊，不是那一次啦，昨天上吐下泻的前一个配信还在祈求说拜托，就是8月只剩最后2个礼拜且让我安然度过，拜托请病毒不要来找我，你要来找我9月再来找我嘛，我都已经讲过了，是怎样？这是反向力奇吗？反向力奇耶，我的天哪好，总之没事，也谢谢大家在 DC 帮猪猪打气，还有殴打病毒，对，我真的觉得那个5G 殴打是成效还不错。我今天也算是恢复神速啊，就是昨天的状况跟今天的状况完全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我昨天是只能一整天瘫在床上超虚弱，然后昨天就是狂睡，我觉得不行，我就是得睡，我就是一直睡，强迫自己一直睡，然后睡到晚上，因为一样很虚弱嘛，你吃完药继续睡，然后到今天早上我觉得状况就恢复的差不多了，对，超级感谢，谢谢，对，也还好，昨天原本就是安排休假昨天的休假原来是我早就已经预设，就是原来这天我需要休假是吗？原来我的直觉告诉我18号必须休，原来是为了要养病这样子吗？好啦，先一一打招呼。首先是他哇，对，我今天有一些软烂，但是有一些恢复精神了吼。伊拉晒刷到来是咱的晴天安安哦，刷到来是明夜吼，身体爱保重，有啦。我感谢大家。昨天虽然没办法开台，但是有看到大家有在聊天室，就是帮猪猪加油打气讲干话，好开心哦。然后刷到来啪啪手拿几只流星宝真的，我跟你讲，如果昨天的状况如果真的有流星，对我会活跳跳。
应该是肾上腺素会被激发，而且是那种美洲性美洲那种巨大流星有没有？肾上腺素会被激发，然后处理掉它之后，然后再继续软烂，应该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福米讲讲今天七下，七夕的台语叫做七下。七下嘛是七牛妈生，不要唔掉哦。对，今天也是七娘妈的生日。什么的？对啊，七夕了吗？对，我跟你讲，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七夕，已经单身800年了，根本就不晓得什么情人节、七夕哦，今天有好啦，不要开台几嘞，来开台几嘞好啊。真的啊，就是完全跟这种什么过节无缘的朱蒂卡单身猪，好不好？今天早上回复的差不多了，吃早餐吃到一半在刷，说什么奇怪，怎么今天那么人在刷什么七夕？哦，今天是那七夕哦，那就查一下哦，今天真正是七夕呢，我在开一个台好啊。完全也是被早上就是大家在社群上面刷什么七夕才知道说哦，原来今天七夕哦，好，那来开个台的。那记得青牛妈是一个拜成 view， 嘿，对，没有人记什么情人节的，对啦，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哈，西西你好哈，欢迎来到迪卡边的，然后大姐你好，情人节快乐哈，什么情人节？哦，对，那个字好 ，OK， 菜菜你好，今天跟猪猪老婆一起过好节哦，谢谢菜菜。但是虽然说这边没有你们的婆，但还蛮多你们的公。我在讲什么？欢迎来这边搜寻有缘分的公，谢谢。你好，欢迎来到弟弟开边的，也谢谢加入44个月的猪仔真源，好久不见哦。然后嘿，嗨贴上胃酸鼓掌啊，在诺可以哦，看包裹，诺在整理什么包裹啊？好，先不用葡萄干，拜托。对我才刚肠胃炎，我现在看到葡萄干，我整个胃酸又要分泌了，对。然后薄荷情人节快乐，然后我又没有关吗？啊，对不起，我又没有关，我快点把它关起来。好啦，我来给它禁掉吼。好，关起来，不好意思，谢谢提醒。得下你的提醒吼，然后狗给不利对面是那个影片，我实在是非常真性情流露，我连国骂都出来了，我真的很难得会国骂的，有办法让我国骂，真的是天选之人或天选之影片，你知道吗？哎呀，提桑你好，这位是殷朝林先生吗？4点吐出来是牛肉面吗？没煮过的，有办法吐出没煮过的牛肉面，真的也蛮厉害的。那这样我的伙食费完全可以省下来，有没有？而且不得不说，最近大家都在刷牛肉面，搞得我昨天也好想吃牛肉面哦。那我昨天的肠胃状况就不能吃牛肉面，但是今天恢复神速，我今天很像可以吃牛肉面了。我今天是不是去吃个牛肉面啊？就骑哪次不吧？店总，谢谢店总，对。而且我觉得我上次开台并不是插旗，我只是说这2个月请好好的病毒先生、戏剧先生，请好好的安分点，请让我不是2个月，对不起，请让我好好的先度过这2个礼拜。对，我记得我讲的非常的真诚啊，请让我好好度过这2个礼拜，不要来找我。对，怎么昨天就来找我了，又急又快，而且他真的是来得快去得快欸，就是凌晨4点。哇，上吐下泻非常激烈，然后昨天一整天真的是完全虚脱，我只能在床上，然后今天就没事了，是怎样？是怎样？是要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吗？你是当自己徐志摩是不是？挥衣袖，说走就走这样？对，恢复的算很快没有错，好险。还提上我不爱吃葡萄干，给我提走了，我胃酸可不可以分泌啊？然后肠里厉害对不？然后。吐没东西可以吐，然后就发烧了嘛？我昨天是的确有发低烧啦，我昨天有点发低烧，然后微刮，就觉得好冷哦，睡觉的时候都一直疯狂盖被被。对，谁淋被我也不知道。大家明明对于那个生物抱持的态度都是讨厌，走开，不要过来。但是不晓得我们上的这个片，为了要因应大家帮猪猪拔旗的这份心意。我们打死不马赛克，我看到了什么？我要原汁原味的呈现，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看到的这个状况。大家很像抱持着，哎呀，好怪哦，不然再看一眼好了。哎呀，好怪哦，再看一眼，好奇怪哦，水灵宝贝他们都好奇怪哦。
小船仔你好，午安天桃练先生你好，欢迎来到地开频道吼，是拉托地酱，伊拉西，青牛马赛啊，今仔日是青牛马赛，下面情人节我唔知影，新破欢迎咖喱哦，47个月的猪仔专员你好，大家情人节快乐吼，下午好，情人节快乐，但那个情好奇怪哦。大仙你好，稍等来51个月哇，迷耶，云林下好大雨吗？哦，好，最近天气真的是也是非常的不稳定哦，唉，就跟我这次的肠胃型病毒一样，好可怕，说来就来。喂 F 先生你好，七夕快乐！可是你的梦中情主，你这个可以成为你的梦中情猪，是因为我的肉质特别的鲜嫩饱满吗？然后又是温体猪这样子吗？台湾猪超赞，好不好？外销国外，台湾猪首选。凌晨的牛肉面吗？好，怀特比克先生，这大家都喜欢，大家现在热议牛肉面哦，再吐一波吗？有啊，医生有说清淡饮食啊，对我昨天超清淡清淡到就水、馒头、水、白面线、水、馒头，对，这就是我的3餐，超清淡。可能太清淡了吧，肠胃今天恢复神速，所以我早上其实就有试着去吃，就是我想一下哦，吐司配鸡肉还有蛋，很像还可以接受，然后就那个马铃薯泥也吃看看，很像也可以，然后清蒸地瓜这个绝对没问题，然后接下来可能会肠胃反应比较激烈的水果瓜。对，我今天早上吃瓜，哈密瓜、西瓜、芒果吃，很像也没问题了，然后就没事了。现在肚子好饿哦，改吃猪脚面是吗？低卡米刷有较油啦，不过若是今仔日无代志啊，明仔载就会当食这个食一个低卡米刷吼。普信老师你好，七夕情人节快乐，青牛马赛你快乐对，今仔日嘛是青牛马赛哦吼，该吃葡萄干葡萄可以不要吗？不行。对，我觉得对肠胃一旦恢复了，就是要拿来吃健康，然后人类能吃的东西，懂吗？是以毒攻毒，这感冒就是所以24度吗？24度我怎么觉得还好？24好像对于南台湾算是比较普遍，大家会设定的气温跟温度。猪脚造型馒头，嘿，猪脚造型馒头shorts，大家喜欢的话都可以去看看。我们不只有那个奇怪的那个流星，就是对我们这个流星影片算是比较特例啦，毕竟被拔起了，就一定要把这个土产带回来。对，这个就是我去流星展带回来给各面线的土产。对，但这个土产基本上在这个频道以往是没有的。对，我们以往这个频道很多那个就是原创料理，欢迎大家可以去。对，共襄盛举一下，那个流星可以不用去理他，但不晓得为什么那个订阅数还蛮高的。对，所以先生厉害，然后是不怕狗给不理，然后之前好真厉害，这个猪猪可能还是会不免俗先尖叫一下哦。该吃饱了，对，猪吃饱了啊，早餐，而且我发现喜安桌外挖空面没在叮当啊，我的挖空面为什么没有在动？我的挖空面为什么一直停在彩彩？臭彩彩，你不要绑架我的挖空面！彩彩这个月他自己晋升我们以世组总裁哦，你以为可以逃过一劫吗？彩彩自己的那一份要让给诺诺，完蛋了，他已经知道怎么玩了，因为小喵喵怎么玩他就怎么玩诺诺，完蛋了。汤头他自己现在亲自下去熬煮，然后发现。时空盗贼请求稍再逮捕电解质啊！电解质的部分昨天也是有稍微补充一下，但是我还是以温开水为主，真的温开水治百病昨天一样，肠胃出问题，我们一样温开水伺候，对，肠胃觉得非常开心，今天就没事了。发现以前大师那种做身体会特别的虚弱嘛 ，lover， 然后要让肠胃知道主人是谁，直接上午。上牛排烤猪不要啦，我觉得牛排烤乳猪很棒，但是我不要葡萄干啊。然后燃烧神教你好，奇怪，我口没写安怎啊？为什么他就一直停在彩怎样啦？是被彩收买了是不是啊？为什么？
哎，我后面他，哦，有了，哦，重新连接就好了。他刚刚一直停在彩彩区，不知道怎么了，被鬼打到。哦，我们农历7月不要提这个东西，但是之前很好笑，一些好贵卡掉，就很好笑。这句话真是超科波的。好啦，去做工课，紧去做事哈，做工课加油哈，加油！好，已经解除卡顿了，重新连接就可以了，没错，对。然后清流面线报道吗？雷勇，谢谢，感谢雷勇，要继续保持你的清流哦。对哦，昨天真的是感觉是朱蒂卡经历了一大浩劫，真的是浩劫，救命啊，好可怕！对，还好今天恢复神速，所以我今天早上也去市场采买了，就是煮排骨汤的材料，排骨、笋子，然后干香菇家里有了，好吃。然后我还特别买了玉米笋，然后还有想象什么？我爱我的碰织女，7夕情人节快乐！下暴雨了，等一下。什么抛织女啦？你才抛，你其他都抛着谁啦？不要再下了！干嘛一直下暴雨啦？好，谢谢哦。好，我们这是1年1度才可以见一次面的。等一下，这是牛郎还是五郎是什么啦？靠，这个五郎戳到我笑点。五郎是谁啦？好，这个的确很像是我们家面线会玩的东西。五郎是什么啦？我才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那个1年见一次面，很像反正那种小别胜新婚，所以牛郎织女才有办法长长久久维持他们的感情。维持了不知道上千年了，是不是？上千年还不想分开这样子，是因为那种果然是因为久别胜新婚哦。五郎是谁啦？这个好靠北，好笑的。谢谢五郎先生，对，可是我没有碰啊，你才碰，你其他都碰，臭五郎。哦，好，对不起，我追一下聊天室。可能他觉得加入太棒了，就一直站着不走。然后，店总，你要不要再想一下你打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你也很清流，你好意思说店总啊？店总早就坏的已经不成人形了啊，不成人形，已经变成面线的形状了。谢谢。然后时间点怎么回放？我回放应该有关了吧？对，哪里有清流面线？我们来聊聊吗？有啊，Leo应该 maybe 蛮清流的，应该啦，福利小，应该啦。对，重整后有关了哈，大家一起。对呀，怎么可以被猪猪踩的是什么啦？完蛋了，阿月饼也被炸出来了，然后它坏掉了，然后它整个坏掉了，完蛋了。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七夕情人节快乐哦！好，而且这个字我小时候不会念，然后长大才发现原来它是巧，它这个字念巧，对不对？还是雀啊？雀啦，对，是雀，到底是雀还是巧？应该是鹊桥，对不对？雀，对，然后我是不记得，就是我的人设。有织女这个人设啊，我一直以来，我不就是一只猪吗？什么时候我变成了什么时候我在七夕情人节必须扮演就是织女这个角色，然后必须就是踩上这个禽类这样子。对啊，的确是禽类哦。有牛郎跟猪，三哥，这是不是你？那五郎跟猪女，好 OK。什么？谁是五郎？等一下。这又是谁啦？等一下你们等一下，我觉得又是大兵出一的朱蒂卡，对，我真的每次看你们在玩这个，就觉得你们超科波的。等一下，神郎又是谁啦？一下五郎，一下神郎，这到底什么东西啦？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不是神郎，你现在在询问五郎是谁之前，你可以自我介绍，你又是谁吗？这是什么东西？
三哥，你的肠胃还好吗？没想到我们同样是在昨天凌晨发生就是上吐下泻的状况，哇靠，这个急性肠胃炎的病毒是真的会5G 传染，好不好？对，因为可能 maybe 对他们知道三哥已经是就是断腿的这个补给亲卫队了，所以断腿断手对三哥而言已经不算什么了。于是他们从长计议，直接攻击三哥的肠胃，马上灭掉。但是三哥永不灭，你看他今天马上又来讲干话了，什么啦？猪猪是织女，我是雀，猪猪踩我。我觉得你们今天怪怪阿崔他们都坏掉了，完蛋了。我是蜘蛛女，怎么回事？蜘蛛女真的好像那个 Marvel 英雄好像美国英雄某一个角色，感觉像还不错应该可以很帅吧。好，小喵喵，你说你是清流，我觉得这个小喵，你要不要想一下你在打什么？小喵喵最近也变得怪怪的，对，但是我相信是以好的方面去诠释，对吧？小喵喵，对，是吧？小喵喵，你最爱姐姐了，对吧？你不会背刺姐姐，对吧？小喵喵，怎么可以清流？快塞一头煮烂，塞一头煮烂。当然，我乐见其成啊，宝贝。就连我们宝贝都已经变成混沌中立的孩子了，但是我还是爱他，好不好？好，吉巴萨刚下列这样走，对，然后五郎猪女，但不对，怎么变成大五郎跟猪女了？不对，这个那个中国的那个什么4大小说里面的那个对五郎怎么跑来这边客串了？不对，牛郎来躲个雨。我真的觉得繁体中文真的是博大精深这个东西果然也是我们家面线会玩的牢狼。然后好 OK， 我们这边就可以，我们牛郎躲到了棚里面，变成了牢。然后因为那个狼本身也是一个棚，所以它变成一个狼字，同样发音为狼字。到底是谁啦？靠，你们好会玩咯，一个七夕可以玩成这样，是不是？快点，我最下聊天室，等一下绿色芝麻球开始，那是什么东西？福利熊黑虾会，对，然后阿崔利赫，不是你，又是谁？还是他？又是我？什么？谁啦？等一下啊！凉拌小姐，七夕情人节快乐！你好，谢谢来到猪猪频道记得吃饭。对，插个巴郎，什么啦？什么鬼？等一下，所以我今天就莫名其妙又要唱巴郎歌回了吗？对，也太多郎了。夯吉马桑，你不对劲，夯吉马桑。基本来讲，对我而言，你算是一个很正常的观众，但是你渐渐变得不正常了，很棒，我乐见其成。你是猪猪认证的清流，好Leon，保持你的清流，知道吗？然后5通常搭马，所以是5马，为什么5是谐音梗吗？月饼是巴郎的亲戚还是兄弟？这我不好说，但是我觉得高几率跟巴郎或许有血缘关系。你们要不要先解释一下五郎、深郎跟这个老郎到底是谁啦？好好笑哦！谢谢七夕情人节，谢谢大家对来逗这一只就是大病初愈的猪猪。我笑点好像有点太低了，很容易被逗笑哦。对不起，必须承认一件事情，点进来之前看到标题也不知道怎么看成五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午的关系。你都不敢说吗？没有关系。殷朝林先生在这边阅读障碍是本主播的特色之一，好不好？你只是把牛看成5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也常常把观众的字看相反。看相反就算了，然后还乱念观众的字，然后观众的名，对，然后之后他们莫名其妙就变成了那一个名了，对。五郎不是牛郎兄弟吗？这我不好说，这我不好说，好不好？总之，谢谢五郎，谢谢山郎，谢谢老郎先生，好不好？然后，嘿，喜欢魅力号武大郎第二，好你等你吃饭吼，豆豆啊吃吼，凉拌小姐，上班听台上话题。我们话题基本上很清流的，是不是？我们老宗亲3代合家观赏优质频道，哪里有怪的时候？根本没有怪的时候，好不好？
好，ZW 先生你好绿色芝麻球原来是在讲水灵宝贝吗？绿色芝麻球是讲水灵宝贝是不是？好，水灵宝贝，我们混沌中立的我亲爱的水灵宝贝，很快哦，我们一转眼下个月马上也是水灵宝贝的生日了。下个月生日的宝贝有我们的 NONO 已经确定喜迎一颗芋头蛋糕了，好，朱迪卡姐姐已经有安排好9月初要来制作，要来寄送吼。然后水灵宝贝也恭喜，就是在8月份领完你这个年度的最后一次的高阶会员回馈之后，你就正式毕业了吼。水灵宝贝有了口碑，还是你已经习惯了啊？什么9月不能领了吗？好寂寞这样。谢谢，感谢福利熊送暖，金价是福利熊小福利，谢谢谢谢。然后比牛郎早一点出生，对，我怎么看错行呢？比牛郎早一点出生就是五郎，等一下。燃烧神教，你这个好像我们在考那个语言检定的时候的那个，就是我常常被这些选项搞得乱七八糟。比牛郎早一点出生的就是五郎，所以比牛郎早一点出生的就是五郎，所以五郎是牛郎的哥哥，然后晚一点出生就是生郎，所以五郎夹中间，上面不牛郎夹中间，上面是五郎，下面是生郎。好，但是这个如果出现在台语检定或者日文检定，我高几率会因为这些问题，然后这边脑袋转圈圈想半天，然后叭的一声时间过了，还不晓得要选哪一个。对，很过分，这种东西常出现在语言检定，看错很正常，就是这种看错歌词，看错歌词就算了，还看错行啊！吵什么吵爆啦！明明这边鸡皮概率常常在运作，好不好？边工作边听嘛。好，YF 先生，等下楼下是在摆什么棚吗？楼下我们家这边应该说不管是我新家跟旧家，不晓得为什么跟那个寺庙都还蛮有缘的。他们楼下很像戈贝板德啊、喜安娜，很像又在搭棚了。等一下会不会出现多狼吗？多狼又是什么东西？夏天都有变成芝麻球吗？哇，芝麻球感觉 QQ 的好吃诶，但制作起来应该也是还蛮辛苦的。我看一下，绿皮切开黑的吗？对，水灵宝贝现在切开已经是黑的了。他现在的混沌中立非常适合他的人格，我非常喜欢。对，在一群怪人之中，正常的是所以Leo先生之后，为了要迎合团体，不得不变成怪人吗？好，我就期待他哪一天变成怪人的那一天，好吗？要毕业，对，一转眼就要毕业了，水灵宝贝，时间过很快，对不对？这不就是会让人从看对变成看错吗？这么讲好像是也不是，但到底是从谁带起来的呢？真是的，3个，对不对？好期待哪一次哇出现偶龟 Q 要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哦，依旧搞刚偶龟 Q 也是我不太敢开的福利之一，因为它还要磨米，然后基本上如果偶龟 Q 有办法生成的话，哇，我觉得我应该真的可以开店了，因为它真的需要非常，如果只是几颗的话，应该是可以磨米的仪器不需要做到太多的话，好，总之呢，我们期待看看会不会有机会呢？美丽主题是盛侯你好，刚问刚霞，盛侯你还好吗？前2天一直出现幻觉是吗？然后对，已经1年了，超快，超级快，牛羊把脚张开的。殷朝林先生，你也蛮会玩的，仙郎。OK， 这个话题对于腐女而言非常开心。对，仙郎是吗？感觉本本要出现了，仙郎本很棒。这不是最美丽、最温柔、有气质哦，盛红，谢谢你的肯定。对，但是肯定的是，对你应该是真的等蜘蛛等到坏掉了。盛红振作。之前也讨论过，但是很多总裁没有办法加热，所以就放弃。基本上我龟挑做给你们，一定是我做好，然后冷冻寄出。对，但是加热也是一个问题。
对，当然啦，未来其实萝卜糕或者是藕龟壳，我觉得有机会我会慢慢去研究。毕竟我还是希望可以把家传的萝卜糕的配方带回我们大高雄工业国，我要再传承下去。因为温刀诶菜头粿家小火脚，七夕的话，有的地方会把青牛骂。对，青牛骂谁的？马是给那里有，我们刚刚在开台的时候就已经有观众已经有 cue 到，然后手癌跟皮这边，三哥对手癌跟皮这边会传染，不知道是谁传给我的，我现在非常的困扰，对，但我只能就是盖瓜接受，你知道吗？不知道谁传给我的，楼下面我叫猪猪要上工作。是安尼啊，要调完报道啊，叫我赶紧落去，加一个干嘛？咬着橘子快上桌，价码店走坏掉了，差点感冒跟5G 传染哦！天哪，怎样的感冒都好，但拜托不要像我一样上吐下泻到整个怀疑人生崩溃，看到人生跑马灯。对，然后嘿呀，我龟跳家就好叫然后因为我有想说，有生狼了，把它抽一下变凑到8郎。好啦，今天毕竟牛年之女是主角，我们帮牛娘凑一下她的7兄弟也不是不行哦。拉肚子已经成功的5G 传染，而且居然还在天时地利人和同一天同一个时间，有点夸张。你好，我很爱我的老婆的。是的，水电工牛妈先生，春妮姐姐永远是你的，不用担心。虽然说不晓得为什么开始在讲干话，水龙头没有问题啊。各位，等一下，牛妈，你讲说我很爱我老婆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三哥马上讲水龙头没有问题。看过一个片子，等一下，你们完完全全太棒了，这就是世代的传承，你们知道吗？传承啊，紫金留影你好，刷得来。所以我没有在准备搭棚子，你觉得很正常？的确是哦，的确是没有错。然后，我聊天室追到哪了？那猪今天很忙，到处赶场。我今天的时间只是你们的，我不会再到处赶场了。我不要，我大病初愈，我打哪都不去，盖瓜接受。等一下，为什么是那个瓜？不好意思，那就只好请我们阿瓜全然接受了，好不好？所有的5G 什么烹传染，什么嘴瓢传染，全部都来自于瓜，那只能盖瓜接受。就是迫害不在的总裁就对了，是这样子吗？总裁迫害总裁这样。最近下降级比较少，大姐你要被我折断了你啊！伊拉塞，嘿嘿桑，你好，欢迎来到迪开平德哈。然后突然想起吉卡瓦的电影。吉卡店，我猪也想去看一下，哈呀哈！对，同样身为一猪，应该要去看那只一兔，对，所以猪再稍微安排一下时间，然后你要待在地球上看月亮之女就好吗？哦，好的，谢谢水莲宝贝，没有问题在地球上看牛郎织女就好，没有问题。牛腩肚子好饿昨天才在想说我没有办法吃牛肉面，就觉得有点难过。你又在跟我讨论牛腩，肚子又更饿了。好啦，不过今天其实也真的跟大家聊聊天，陪大家为主。对，昨天的状况超虚脱，然后今天好不容易有一点回复了，就上来陪一下大家，因为刚好哥是多好给那里哥是七夕，哥是七牛妈生今天刚好是七夕，然后也是七娘妈的生日。每张桌子躺个5分钟就去很累赶场费是这样赚的吗？对，如果赶一场可以赚上几千块，好像也不错不然躺一下好了，躺1秒就不想起来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像可以耶你应该还清醒吧？应该你是要每日就猪陪伴嘛？我的家盛虹盛虹快醒醒，我今天真的在嘿，虽然说这边没有任何的婆子有功，对，但是我在好不好？然后大病初愈嘛，如果我第一次遇到大病有多好，对，但是都活了5005岁了，我觉得已经身经百战了，谢谢。然后依婷你好，午安。然后牛郎有织女，
牛妈，你自己说左边的那个其中一个是不是你赞助的？感觉就有牛妈的那个牛味飘出来，你知道吗？感觉就是有牛妈的牛味，你知道？牛郎有织女，牛郎有春里。好，牛郎好 ，OK， 没有错，您说的都是。小鸡雕地鹤，然后路易16活着的是牛郎，不在人变是这样子吗？不在人时候就变五郎是这样子吗？5分钟赚几千块吗？是不是三哥？哇，感觉好像蛮好赚的，我帮你躺一下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忙一整天后赚1年的生活费哦，有这么好赚吗？但是我们还要把这个赶场的时间算进去哦，对，好像也没有办法赚这么多。然后记得咬橘子，你们到底是多担心我没得咬橘子啊？咬苹果也可以啦。今天怎么这么好啊？猪猪刚刚在开台的时候炖了那个不是牛，对不起，一直在牛。我是买猪排骨啦，排骨笋子汤，我炖了排骨笋子汤，所以等一下下播之后，我可以去暖暖我的胃。你刚来吗，牛妈？所以这到底是谁啦？谢谢你们的赞助。太久没好像发生很多事情吗？哎，没有很多，对不起，卡痰。我们发生了很多事情吗？我觉得都是好事。对，当然如果来不及参与，或者是因为您刚好在人生的道路上忙碌到没有办法过来参与，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管怎么忙，你们只要记得这一台永远秉持着精明干练的初衷，不会改变，这样就好了，知道吗？呵，等下呢，然后证明你跟单身狗不一样，你很爱你这牛。你越是强调越奇怪，牛妈。然后咬凤梨要加钱吗？凤梨因为比较难咬，可以啦，大概加个500块好不好？对，因为它会伤害我的牙龈跟我的那个口腔内部组织，对，然后还会刮伤我的那个嘴巴肉的这个对疑虑，所以必须加个500，谢谢。橘子，我觉得我橘子会偷吃，因为那个砂糖橘又小颗，然后又多汁，然后不小心就吃下去了。对，然后确实发生很多事情，可以去补个。小宝贝，事情太多了，我现在的大脑回路已经叫我逃避，不要再讲了。对。整个8月份为什么这么精彩？这8月份到底怎么回事？小强秀慈真的出现了，他为什么会出现？水灵宝贝，为什么会有小强秀慈在本频道？我不记得我拍摄过他，我只记得我昨天上吐下泻。为什么一回来，我的猪脚馒头做好了？为什么有小强秀慈？好，我们家的嘎鸡猪为什么变得这么灰头土脸？它好脏哦，它该洗澡了。它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怎么回事？我想不起来，我失去记忆了。水灵宝贝，几千块太少了，就躺个5分钟，真是很好。那也要有人愿意让猪猪躺个5分钟赚1万块。开台好久了，从早上8点在这边哦，谢谢盛虹，早上8点就在这边跟你们过情人节是吗？我怎么完全一点印象跟记忆都没有？哦，我不藏不躲。而且上班 SC 比较方便，再次强调我很爱我老婆，但我都被赶出去睡客厅。为什么牛妈你很爱他，但是又被赶去睡客厅呢？牛妈，你是不是要反省？就明明很爱老婆，你是要做什么事情让老婆生气？牛妈，我们的干话组长牛妈出现了，好不好？七夕情人节快乐！对，我知道你很爱春丽姐姐的，对，但是。爱他，为什么常常被他赶出去睡觉？这下次让我好好的问问春丽姐姐好不好？谢谢牛妈的赞助。奇怪，所以除了夯鸡巴上实名制，你们是怎样？今天就是七夕情人节的赞助都不打算露脸是吗？露脸是怎样？是有这么羞耻吗？被朱蒂卡好好的感谢一下，是有这么羞耻吗？怎么回事？你们都抖 M 吗？目前就是牛妈跟夯吉妈桑的实名赞助，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五郎先生、深郎先生跟劳郎先生，还有刚刚就是仙郎先生也该来赞助一下吧？你们凑个8郎战队不是很好吗？是不是？仙郎先生，我等你哦。然后我接下来聊天是才500要1800医药费啊！水莲宝贝，你真不愧是我的宝贝扳手，就连行销都会了。好啦，不然勉强一下1200，谢谢。
咬橘子挺鸡皮疙瘩啊！为什么咬橘子就专业度就上来了？大家都在讲干话。像你才出界没多久，错过了好多吗？不是他哇，不是我们年资已经70的古稀大佬，对，也开始在混混沌沌的讲一些奇怪的话了。对，你们都还好吗？你们心智还健康吗？你们一定是被了那个小强袖子影响了，已经完完全全生活不能自理了，对吧？你们必须好好的盖瓜承受，那个是你们力气要我带回来的，给我好好的看啊，好好的惊吓，给我好好的看，你们一定有在荧幕前面尖叫对吧？你们一定像我一样叫得很大声对吧？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在叫，对吧？到底是谁要朱莉卡莉这莫名其妙的气啊？气死了啊！店总是你哈，店总开始兴师问罪。我那代替你刚上工作，我说等一下，盛红，你什么时候代替我上工作了？等一下。这么辛苦的工作，老娘钱再多也不做，但是为什么你还真的去做咬榴莲？请问你当下赚了多少？你好好的告诉我。你没赚7万以上，请你不要乱咬好吗？就咬榴莲这样配上是什么东西？店总真的坏掉了，咬手水果咬不得啊！普罗甘蒜说：“我跟你们说，它真的是非常小巧，非常好入口。你要我就是一口吃个那种10几20颗，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对，人家打死老娘都不吃。你要我咬葡萄干，你以为你这样喊一下，我就会丢钱赞助吗？哪来这么好的事？谢谢我们殷朝林先生，您说的是。”对，喊一下就会丢钱赞助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简单了。对，我们必须要有实质上做出相对应的这个回馈，让观众认为这个主播是值得赞助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您在发言的当下，我听到了赞助的声音，请问殷朝林先生，你应该怎么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吗？我知道殷朝林先生或许初见刚来，还在观察这只猪是否值得赞助，比如说随便让它变成钢铁人、猫女、圣斗士，还有拍它很差的睡相，明明是增进感情的。牛妈，你下次把那个春丽姐姐变成那个雅典娜，我想看，拜托，说是那个猪猪，说是猪猪要求的，谢谢。等一下啦，为什么？听说我有很多从小走散的兄弟在这边，是吗？干狼又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好好笑哦，干狼！哇，我觉得我繁体中文真的博大精深的，好喜欢哦。好，对不起，殷朝先生，我们就在这一连串莫名其妙的赞助之下，我刚刚讲到哪了？对，我知道，对，喊一下就赞助，实在是太便宜行事了，没有错。你们必须在出现的当下，好好观察这个主播是否有值得赞助的空间。对，只是不晓得为什么，刚刚您在打这个 commando 的同时，我听到了赞助的声音，也可以请殷朝先生稍微解释一下吗？谢谢。对，问就是7月份吗？哪来这么好的好兄弟啦？哪来这么好的好兄弟？我们赞助一下，继续赞助，不要停。牛郎，我拉个筋。等一下，对，所以我们现在收集到了狮狼、千狼干狼是不是？不是，等一下不是千狼是干狼。我们收集到了，等一下到底有几个狼？我们收集到了狮狼、干狼、老狼、深狼跟五狼。我们到底还差几个狼就可以组8狼团队了？等一下，但我追不到聊天室了啦！等一下，你们都好奇怪哦。好，我追一下聊天室，然后我看一下，好，然后，星辰你好，七夕快乐，七夕情人节快乐哦！这样男人都可以是牛郎织女，能当个喜鹊，或是当牛郎旁边。牛郎旁边有猪吧？我当那只猪就好了。那个牛
今年这2天可能就是太过忙碌，大家都在讨论牛肉面它那个肉供不应求，因为找不到牛了，牛被人家就是拖出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可以变成猪代工吗？变成猪郎对不起，好冷哦。不是啊，因为某个网红的热议的关系，牛肉面最近热销，牛郎的牛没有办法就是准时上工也是没有问题的嘛，也是很合理的嘛。那牛郎牛没办法上工，变成猪上工，那从今而后他就变成一日猪郎，这样可以吗？我们台湾猪超优质，好不好？外销国外的对不起，我越讲肚子越饿，我继续追聊天室。对不起，我开始讲起干话了，一定是你们害的。确实7月可以有橘子。阿月饼，你坏阿月饼。好，我打开影片挂台吗？好，请你挂着那个流星 shorts， 对，那个是你们要的，那个你们绝对对，好好的就是在那个你们那个荧幕前尖叫吧，对。可是我觉得还不够正，就不行，不行，我真的没有办法，不行，套啊，不行，对不起，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斜的拍2次已经算是很极限了。我代替你上工作当义工吗？天哪！叫我吗？到底是什么鬼啊？千狼真的来了各位狼们，对，你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对，一下5狼，一下10狼，一下千狼，对，各种狼都来了。你们8狼战队已经收集结束了，收集好了吗？你们8狼战队收集好了吗？我知不知道聊天室啊？等一下，然后完整版也帮大家水灵宝贝，他们嫌猪猪拍的不够高清，记得我们完整版的绝对要再更高清。水灵宝贝，他们都这样，一定要弄死他们，知道吗？没有，我不怕，小强所以还好，真好Lover。好，对牛妈，记得下次我要圣斗士星矢雅典娜的春丽姐姐，谢谢。好，然后等下牛妈那个字是棒狼吗？牛角跑到头顶，等一下，所以牛角插到了那个牛郎的头顶，发生命案了，救命！到底是什么？你们今天都怪怪的。我的宝贝美丽老婆，我爱你，我会永远陪着你。是，哇！不好意思，我最近就是太忙了，然后昨天又挂病号，所以大家今天赞助踊跃，真是非常非常开心。一切都从这莫名其妙5狼开始的，什么深狼，什么老狼，你们都好奇怪。你们是怎么了？越怪的赞助，你们玩得越上瘾你们真的好怪哦，我好喜欢哦。你们真的好奇怪哦，你们康当格里赫。然后那位这是棒狼还是风狼啊？这字到底怎么念？这个棒狼还是风狼先生？你还好吗？你那个头，你那个头你可能要叫救护车了。风啦，对，丰衣足食的风狼先生，你那个头插着真的还蛮丰富的，你头顶上面有点丰富到有点惊吓。对，那个风的简体字吗？好。就基本上很少看简体字我简体字真的没有办法看下去。对，但是风狼没关系啦，我们今天就是1年1度，就是8狼集合，你就过来意思过来一下顺便过来一下这样。然后每周拍的不够近，我明明就拍的很近，我觉得我已经极限了，我觉得我真的极限了。猪狼，等一下，猪狼。请来有够像女仆餐厅的欢迎猪万威仔，等一下，所以牛郎穿上围裙就变成一个猪郎，这样是吗？可以牛郎穿上围裙变成猪郎回仔请问要先吃饭洗澡，还是要先摸这样子吗？大姐你真的怪怪的，怪的我好喜欢好怪你们。看戏的幽灵灵鹤，我觉得殷朝先生有潜力这是谋禳对不对？谋
我觉得樱桃先生玩起来了，他有潜力耶。某王先生你的帽子特别好看，对，感觉那个是意大利进口定做的吗？还是 C 当 Police 帮您定做的那个龙虾帽？你既然都已经戴了龙虾帽了，那这个龙虾西装不生气的话，可以穿一下。对，你的胸前还可以挂上一只有点重的龙虾，肚子饿可以随时拿起来吃。应该是 C 当 Police 帮你设计的，对吧？你们要是听得懂 C 当 Police 的这个年代梗，对，代表真的是我家的面线，我家的面线每个都熟，对，熟到一个不要不要的，我爱死他们了，谢谢。好 ，C 当 Police 哦，好，这是那个国际知名设计师 C 当 Police 哦，风不算简体字哦，算一体字是吗？谢谢牛妈，好，然后。我看到小强经过，你用拿拖鞋针把他打爆吗？我连打爆都不敢，我怕他喷出他的汁液。哦，不，教育部字典吗？谢谢牛妈，谢谢。然后原来是异体字，原来记错了，没有关系啊。这就是我们家面线，非常公谦和蔼的，互相教导彼此，互相调教彼此。对，朱迪卡每次就如同在看本本般的，好开心啊，好欣慰哦。对，比五郎在找的干狼。七夕情人节的你们是怎么了？是因为今天还要上班，然后上班之外可能没有办法陪另外一半，或者是没有另外一半只能上班讲干话吗？然后就是干话全开混沌爆表我好欣慰怎么回事？然后脚打开变猪郎，刚刚有观众赞助牛郎脚打开变成了狮。等一下，牛妈这个太糟糕了！等一下，我觉得狮郎是牛郎脚打开的状况还好，但是你那个猪郎真的太糟糕了，不行，牛妈完蛋，我觉得我频道要没了，完蛋了！中文的博大精深，果然很好玩。猪郎，この配信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上句点奥米加，我想说是什么牛郎变八郎吗？等一下，小妮妮，等一下，小妮妮，你这个数字真的可以直接让牛郎变成八郎了，你知道吗？小妮妮，你这个数字直接可以让牛郎变八郎了，救命！等一下，为什么小妮妮这个数字没有跑出来？等一下，小妮妮这个数字怎么办？哦，多打了一个0，不是小妮妮是少打一个0，对不对？我们小妮妮出马了，绝对是少打一个0，怎么可能多打一个0嘛？对不对？我们小妮妮的0完完全全不嫌多的啊！小妮妮，我懂了啊！小妮妮赞助的部分应该是走那个传统绿界，并不是走我们像整合平台，对不对？对，小妮妮，谢谢。没关系，我帮小妮妮把那个文字补上。我们尊爵不凡的妮妮，既然不小心少打了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也是非常惊人的。我看一下哦，小妮妮这边啊，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后台，我用后台手动的把它显示出来好了。等我一下哦。哦，整合平台打不开是不是？我看一下。天哪，我们八郎经纪人出现了然后阿切说毛狼西塞我觉得你们今天都坏掉了，各位总裁们老狼这个帽子太大了点，有康荡哥刚刚有牛郎过来就是遮雨棚躲雨，他变成了老狼，真的是很靠背，你知道吗？对不起，等一下我帮小妮妮确认一下整合平台的部分，等我一下哦。敬爱的您各位观众啊，或者是坏掉的牛郎们啊，整合平台目前是无法开启的吗？让朱迪卡您的线上客服现在帮您试试啊。猪猪这边是可以被打开的，嘿，但小妮妮那边没有办法，没有关系。我帮您我看一下六月老师那边可能要钻进去绿界，我钻一下哦。我看一下怎么办，等一下应该是我看一下应该有办法再叫出来，等我一下。我们小妮妮虽然说少打了一个数字哦，对，但是对直播主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金额，个十百千万好。
小你，我看一下有没有把手动把它弄出来。我转一下后台，不好意思。其实猪猪很少过去后台，因为除非有东西要查。看一下哦，亲爱的面线，亲爱的观众，欢迎来到朱迪卡频道。朱迪卡现在先努力的钻进去后台的部分，把小妮妮那一则看有没有把它抓出来。这牛郎盖着碾过去了。等一下，馄饨爆表感觉好吃，没有错。This is a 不，没办法，谁让我们有一位蓬蓬的？等一下，我觉得我今天还蛮精明干练的啊！我觉得我还蛮精明干练的。打开3枪吗？啊，小妮妮是这样的，猪猪现在3枪目前没有在运用了，对，所以目前，这是一笔赞助测试 Q 的哦，这是来自于我们他总的赞助测试 Q 的，好，没有问题。那整合平台的部分啊，我应该置顶上来的哦，小妮妮不好意思，那我把它置顶上来好了，这样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混沌的7夕情人节，对，玩到一个不要的。我不晓得今天大家这么想玩赞助今天这个7夕情人节，相信不只有朱蒂卡单身800年，有你们跟我一起单身800年，我觉得非常的欣慰。什么？你们说你们没有单身？你说你们现在双生？我还双生到，双生又怎样？祝福你万事如意，万年富贵。这家孙蛮懂哦，双生的话真的好好祝福啦，因为我觉得现代人要维持一段感情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比以往爸爸妈妈那个年代还要再不容易，我觉得啦，所以现代人单身的人反而是很多更多的，反而是现在我身边很多姐妹兄弟，他们选择单身的几率比较高，所以要长长久久的维持下去的族群，我真的要好好的祝福，真的，你们真的要好好的维持，好不好？我追一下就是好，我钻进去后台绿界了，等一下哦，我看一下，单身却子孙满堂，等一下不是啦，我说就是双生的啦，就是有另外一半的，或者论及婚嫁的。讲那个可以被打开眼哪里怪怪的吗？阿月饼，你今天也越发混沌了，我好欣慰。阿月饼，还是说我们阿月饼本来就很混沌？阿月饼如果本来就很混沌的话，哦，好哦，正常发挥中这样子。想哦，我们再努力一下，看有没有办法把小妮妮那一则把它抓出来哦。我几年后3，看一下哦。然后对不起哦，因为要钻进去，其实要那个比较多过程。是这里吗？这里吗？然后这个朱迪卡每次钻进去，然后就忘记要去哪里看。我要去哪里看？不是这里吗？还是这里？这个吗？到底在哪里？还是这里？这里？也不是这里。这个吗？不是这里。完蛋了！这里，牛郎们到底在哪里？是这个房间吗？不是这个房间，嘛是这个房间。我这个人藏在俩搞赶快嘞！可恶的牛郎，我被那只牛通知，你居然在7夕情人节的今天。织女的部分上句点奥米加。修波浪号，7夕猪身体健康，波浪号。小妮妮，完蛋了，这个棚真的要
真的要笑到天荒地老。等一下，小妮妮，你刚刚那则我还没抓出来，你已经帮我抓，你是另外再赞助一者吗？我的天哪！小妮妮，我现在努力在帮你钻进去。小妮妮说啊，你这没有效率，朱迪卡真的是太慢了。对，没有效率，我直接再做一则，嘿，直接做出来就好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今天在七夕情人节的今天过来集体讲干话，集体混沌，在朱迪卡很没有效率的。效率什么？对不起，在朱迪卡很没有效率的钻进去绿界后台，然后还找不到，就是那个后台的明细到底要去哪里复制的那个当下，我们小妮觉得哦，时间就是金钱，我们不要让朱迪卡这么忙碌，我直接再示范一条，刚刚那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着？对，不小心又少打一个0的这个1万块，好不好？重点是小妮这个雨要下崩了，完蛋了，这个崩雨要下到天荒地老。小妮妮，还有各位敬爱的观众、面线们、熟男们，你们知道七夕的时候是会下雨的吗？然后那个雨是什么来着？我怎么忘记了？我记得七夕情人节很像，通常都会下雨，然后那个雨通常有一个什么名字吗？你要先我从后台搬，我必须要盛红，你是在后台咬橘子是吗？你现在的服务范围从实体店面到我们那个绿界后台都有吗？重点是你在绿界后台咬橘子是跟那个绿色乖乖一样的这个道理是吗？好，为了要维持就是社群的平稳，七夕情人节的赞助很重要，是这个意思吗？波浪号，上句点奥米加，等一下，他啊，猪专说猪不要卡，猪不要在上半身哦。我跟你们说，我昨天上肚下泻拉肚子，拉到整个人又瘦了1.5公斤。我现在体重计不是完蛋了，小妮，我的朋友满出来了，等一下，我的朋友满出来，我今天情人节我要好好的看着你们的脸庞，怎么可以让它满出来？小妮，完蛋了，我的朋友满出来了。小妮，对，我们今天这个碰雨可能会下到天荒地老，完蛋了怎么办？黑色流星雨哦，店总，我们黑色流星雨可以不用，对，但是今天我们小妮马上让我们这个牛郎可以凑成8郎，我只能说非常的厉害。也谢谢各位，不管是施郎、千郎、劳郎，或者是生郎、干郎、花了发5郎，对，谢谢你们大家的赞助。我们今天七夕情人节一定要这么朦胧吗？我发现我已经看不到你们了，完蛋了。小妮妮，我们今天七夕情人节不能让我好好看着你们吗？你们就不想念我的脸庞吗？完蛋了！对，小妮，这个的确是砰，对，怎么办？就在他们怀疑的时候一满出来，等一下，樱草先生实在是太哑巴了，樱草先生，等一下，丁爷救命，丁爷，等一下，蟑螂不要，不是，不好，你坏掉了，完蛋了。姓张的狼，但是不是流星，小妮，对，淹没了，完蛋了，等一下啊！对了 ，Dick， 你知道吗？哦，你说情人节有一首很经典的歌必须唱，那首歌的歌名叫做《曲终人散》。我当然知道，盛红，读了这个张宇老师的《曲终人散》，跟我瞎会。有爱唔到人，笑白海花，退烧的乱情，足侪歌都会当唱的啦，好不？这我了解，这个我专门的，好不？等一下，怎么又满出来？等一下，三哥，你一定记错了，一定不是在我的频道，一定是因为你们滴滴去其他频道看到类似的状况，对不对？我的频道怎么可能常常砰满出来？不是。我的频道满出来的一定是鸡皮盖脸啊！小妮，他还在吓，小妮，救命！小妮，你刚刚那一则我还没找出来，等一下，听过鹊桥啦，第一次看到，他哇，所以说今天小妮就是使出了我们的这个应该叫怎么讲？资本主义之术，搭起了烹桥是吗？我这辈子没看过烹桥，很好，你们在今年的七夕情人节看到了什么叫做烹桥了，好不好？小妮，谢谢你搭起的烹桥。
今天这次朱迪卡不需要鹊桥，但是没想到就是有，它这个建材非常的稳固，你看这个蓬的这个厚度，它这个建材之稳固的。等一下，他为什么还没下完？他为什么还没下完？该下完了。等一下，好可怕！他居然还在下，救命！我姓张，蟑螂的好，谢谢张水母先生。我只是很疑惑，为什么他还在下？好夸张哦！这是一种另类的，就是好。我们七夕情人节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岁月的疤痕难免会留在我们的织女脸上，于是我们小妮妮同样身为女性，了解美肌的重要性，好不好？我们这样不过就是帮我们猪女开启了一个美肌。今天我都是你们的猪女，好不好？我是你们的猪女，谢谢这层美肌，让我们多上了一层朦胧美，让我们的感情可以更加的长久。滤镜烟蓬了。爱情的骗子，我问你也来一下怎么样？爱情的骗子哦，猪猪散发紫气吗？谢谢，我们这个紫气千条，真的只可丁雄大胆坤，此间笑看千载恨，问女思量是为何？拉比弥撒擦比花，青牛妈生快乐，情人节快乐！为什么今天又是双眼朦胧？是安怎？小妮妮，朦胧的我，你也喜欢吗？朦胧的我，是你理想中的我吗？小妮妮，还是不管朦胧的我，还是清楚的我，你都能接受呢？小妮妮，也感谢各位老们，各位大佬们，今天同时赞助你们今天的猪女，虽然说朋友满出来了，我也是始料未及的呢。小妮妮真的委屈你，连续赞助2则，少打1个0的这个赞助，真的是做了非常好的示范，好不好？看来迪卡不管移到哪里没有错，今天的我可能就零一点，就是清楚看到你们的这个角度，基本上微乎其微，基本上是没有的状况。零零的好，丁爷，别想要骗我唱那个字，丁爷生意兴隆。丁爷，你知道我们家面线前2天有偷偷过去找你们店家嘛？但是他们又不想打扰你，所以默默的吃完，默默的走，而且还连续去2天。对啊，猪猪也没有特别传讯息，是因为我那天也在忙，我是最后才看到高志老师有留下他最后的足迹。对，丁爷，零零的好，亲像是无意义的音乐。我爱过这首歌嘛是就适合在咧今仔日唱的，对，我爱迪卡，我为你搭起永恒的梦。谢谢康当哥，这算是一种什么紫气蓬莱啊！气死我！啊，韩基老师，小朋友救命啊！韩基老师，他们现在对紫气蓬莱，我现在紫气蓬莱了，韩基老师。青牛妈生快乐，七夕情人节快乐！地狗老师，身为单身猪的我，实在是跟情人节非常的绝缘。我也是到今天早上才知道说什么七夕情人节，今天你们是青牛妈生吗？什么七夕我不知道，今天就是亲娘妈生日而已啦，什么情人节？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就变成朦胧的形状了。嘿，我发霉了，我谁公啊？我今天是谁公的？在人听这也是这样子吧？慈禧太后就会慈禧太后被炸出来。主播开心吗？把你的烹收掉，电子哦，好开心哦！主播超开心，而且我还有另外一则还没帮小妮妮找出来，等我一下。哎呀，欢迎，一大片朦胧。地瓜老师保重哦，武汉地瓜好不好？这一次呢，我们的团队集体感染病毒。对，这一次猪猪从动普棚回来上吐下泻，
那南极老师武汉肺炎，然后接下来大宝老师昨天马西，他是没有上吐，但他也下泻，大家都，我不能说大家很有病，对，但的确大家生病了，我们团队都生病了，你们知道吗？今天是油饭日哦，今天那边吃油饭吗？因为七牛妈生吗？碰脸赞。紫气七系，谢谢小妮妮给予朱迪卡紫气蓬勃的气息，我今天就刚温呢。哦，小妮妮也是今天看通知才知道今天是七夕，是不是？我觉得我先把小妮妮的第一则快点找出来。你今天有验是不是？你有戳鼻子吗？但是没有嘛。好，其实猪猪也戳不出来啦，但是我之前喉咙整个被锁喉，我也当作是有了，对，就是想说好就。我还是觉得那个就是武汉肺炎啊，对啊，奇怪了，应该是这里吧？我应该快钻到了，应该是这个小妮妮，我很像帮你找到了，应该是这一则，我试着看能不能把它弄出来，我钻进去了，我钻进去了，我没有被卡住哦，我没有被卡住。我应该可以顺利的把它弄出来。等一下，我钻好久哦。然后我们试看看这则有没有顺利。上句点奥米加，我想说是什么牛郎变八郎吗？成功了！等一下，这实在是太紫气蓬勃了。等一下。好，小妮妮另外一则1万块，我们要非常蓬勃的再给他好好的，好，这样子应该就看得到。等一下，我们这样子才有办法好好的再迎接我们的对刚刚没有显示出来的第一则，好不好？感谢小妮妮连续2则少了1个0的1万块。我们小妮妮就是对她就是输入法实在是。太忙碌了，就在忙碌之中还要占据朱迪卡，输入法常常输入错。对，这个就是他现在只要完美示范怎么样叫做输入错误。对，少1个0。我们小妮妮通常都是那个万把块起跳，是这样子的。对，嘿，吴声老师嘛，保重哦。小天真会说话吗？福利小地瓜老师说要扁你，福利小地瓜老师说要扁你，福利小吴星老师说要扁你。好，我话传到了地瓜老师，这样可以吗？安内刚也英记，我觉得我讲得非常的明确，我觉得我讲得非常明确。我们地瓜老师吃的好开心啊，吃的超开心的哦。什么帮小天？小天感谢我们这个月的高阶总裁，我们的当家总裁决定。大家要好好的吃棺材板哦，棺材板里面的料非常非常的丰富，请大家告诉大家，我们高阶会员相爱相杀要加要快哦，该跳绳我流汗比较快，然后我看一下，明天有大人物还是要居家啊？那位大人物就连猪猪也都想去见哦，真好真好。然后嘿，吴谦老师播丢，然后吴谦老师我帮你传话，我话传到了，对。你是不是每次都会导弹成功吗？我们小妮妮出手哪一次不导弹成功的？而且为什么我明明已经把它 size 缩小了，为什么他堆了一堆喷在我头上啦？为什么他堆一堆喷在我头上？怎么回事？我那一堆喷越来越多了。等一下，为什么你其他地方不堆，我们下面还很松散？为什么你堆我头上是怎样？你这样礼貌吗？我头上一堆喷怎么回事啊？那堆喷可以下来，你为什么要堆在头上？怎么回事？等一下，那我会扁你。天光老师，你扁的应该不是我吧？我这么天生良善，对不对？哦，紫色蓬勃马赛克。牛郎会半夜煮牛肉面吗？不会扣分。最近大家都在牛肉面梗这样子，猪真的以为成功吗？搞不好什么？他哇是说什么成功？我刚刚有点那个话题跳掉了。然后我看一下哦，一首而且要凌晨3点煮哦，没有错。然后有3棺材板芋头都没有香，有啊，
友善棺材板本来就有芋头，我们小天指定的和平板一定就已经有芋头了。小喵喵，你乖，给猪猪姐姐抱抱。那个不相信你的臭男生，要把它折断，知道没有？然后牛到半夜会煮牛肉面，是不是可以了解？是的，康胖哥，你说的都是，好不好？我们今天在聊天室以及在我们的赞助区出现了各种狼，好不好？有五郎，有干狼，有劳狼，还有戴帽子的谋狼，还有脚打开的深狼，以及还有千狼先生，各种狼都来了。什么鬼？到底怎么回事？昨天有主播谈到实况主会要缴网红税，猪猪会需要缴吗？猪猪已经确实报税了，而且我上面的确是压着网红税，就是我的那个怎么讲分类，确定是网红税的，要乖乖报税。对，就是你的收入有过那个康章，就是有过那个抗，你就是我是觉得要乖乖的报啦，对，才不会日后就很麻烦，所以我还是有乖乖的呈上去，但其实也没什么啊。对，就也 OK 啊，对，所以猪猪上面的确是以网红税下去算的这样子，对。然后以为成功里吗？哈哈，老师你好，那是会把绿箭弄上来这件事情吗？原来是这样，谢谢他哇。然后成功啦，我成功把小妮妮2则赞助应该是第1则赞助弄回来了，对。如果就是大家是走以往的那个传统绿界，就是左边的那个赞助条显示不出来的话，可以跟猪猪讲，猪猪努力钻进去后台。等一下，为什么我的朋友在上面继续累积啦？上面的朋友一直在累积，很夸张对，被猪猪钻出来了，好不好？这个很重要而且我没有被卡在里面哦，因为我昨天上吐下泻，瘦了1.5公斤。韩吉老师，我现在很轻盈，我可以随处钻，好不好？等一下，福利熊出现，韩吉老师，福利熊出现啊！好亲密感嘞，谢谢小妮妮，谢谢。最上层那个棚到底是为什么要聚集在我脑袋上面啦？明明没有，我没有这种东西，你干嘛聚集在上面啊？可怕！这是给猪猪是，其实这侪动漫日记的爱讲上顶的祝福送给你，送给你，感谢你一直然后大家鼓水温暖甲陪伴，互平凡的日子变甲较幸福。愿你逐工拢互幸福包围。哇，笑容一直遮你滴啊，笑容一直遮你滴，所有想要做的代志拢顺顺利利。古龙应该古啊，牛郎织女台语我试看看，古龙之路吗？古龙之路一年才见一摆，我无法，我这无法度哦，我可无法度哦，我是想要一直看到你，猪猪七霞快乐，爱你啦！啊，我念完了，我可能有一些字念的不是那么正确，我念完了，谢谢小天。哎呦，搞我们家安呢，这个是温刀米衰浪漫的romantic， 谢谢，什么浩浩老师的色狼，然后伟成，国安，谢谢你们，真的七夕情人节快乐。十郎我也比较开，新郎比较唯美，新郎还就是有点害羞的，就是有点8字腿的，哎呦，要开的时候有点害羞这样，然后诗郎是来吧宝贝，一草先生很会玩。网红税去年5月上线，对，所以猪猪今年5月也是直接报网红税了，就我觉得也不需要藏什么，就是你自己的收入有到一个抗，你就乖乖报上去，才不会之后很麻烦这样。没听清楚说什么跟什么网红税吗？英朝先生很棒，如果你今天是初见。然后马上坏掉，只能说你很迎合，很符合本频道面线的特质，好不好？以往的女生搞地瓜宣传，哇，跟福利熊相爱相杀，这就有地瓜老师敢呢。我们那个棚还在继续下吗？应该下的差不多了吧？而且下到就是现在，我已经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为什么它都集中在上面啦？是怎样？我顶头是好像被卡掉啦，我够严重
我上面是被什么卡住了啦？什么东西？什么3根风云盖顶？风云盖顶怎么回事？现在怎样？七夕直播会变成七夕直播、7月直播风格吗？在中原普渡的这时候，我真正不想要讲有中原普渡的这个话题吼，因为我是无大的甜，因为在7月中原普渡的时节，我不喜欢讲关于中原普渡的，就是可怕的话题，因为我真的很没有胆。我昨天都把我胆汁吐出来了，我没有胆了啦，胆被我吐出来了，知道吗？那个胆汁真的很苦然后又吐了一些胃酸，它那个真的在烧我的喉咙。火在烧，烧成灰有多好？真的是火在烧我这辈子没有被我的胃液烧过，就昨天烧到一个不要不要的，我有点吓到啊！所以七月中原普渡的时节，大家都乖一点哈，大家真的乖一点，就像猪猪一样乖，知道吗？本来一直说你以为没有成功，有没有可能只是一笔新的？可惜我的喜安呢？原来是这样子，不会啦，我们小妮妮应该目前就是赞助这2笔，应该不会，这则也是新的吧？不会吧，小妮妮一下。是不是小妮妮故意在赞助一则一模一样的，让猪猪搞错，然后我还真的相信我有成功，所以我刚刚是应该有成功吧？我应该是钻进去把它弄出来吧？小妮妮，你应该确定是赞助这2则而已，对吧？对吧？谢谢他哇提醒，有可能呢。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们70股息大佬真的，我只能说他真的很懂怎么玩猪猪。但是刚刚就是可能一下下碰雨，然后一下又很多各种狼们的捉弄猪猪，我一下子脑袋没有转过来。小天老大正常发挥中，王董客气咯。然后小天老大说我很选顶峰之人，别这么说，您各位都是各方面的顶峰之人，好不好？在欺负朱迪卡这方面非常的顶峰。我刚刚有讲什么吗？在欺负朱迪卡这方面异常的顶峰。好，刚刚有一些迷之音出现，不好意思。好，我们继续追聊天室哈。我以为紫藤花海的时候，我觉得小天真是很坏对，我头上明明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紫藤花海，没有错，绝对就是紫藤花海，没错，是紫藤花。小天，你没有看错，什么碰花海不在我的频道好美啊！其实情人节的今天，居然可以在猪猪频道看到这么美的紫花海。什么紫花海？哇，是紫藤花好美哦！谢谢，哇！谢谢各位赞助者，今天送了朱迪卡这么漂亮的7夕情人节礼物，满满的紫藤花海耶！天哪，我真的没想到我们的赞助掉落物可以被各位大佬玩成这样的一个形状。果然我怎么玩都玩不过你们，就只有你们知道可以这样玩，送给了我的7夕限定紫藤花海，好喜欢哦！什么？你说碰花海？不是，怎么可能？这明明是紫藤花海啊！这是紫藤花海，这不是碰花海，小弟弟，这是紫藤花海。中碰成数，紫气碰来，碰鱼给，对没有小弟弟，这绝对是紫藤花海，这绝对不是你们什么所谓的碰花海。小弟弟，到底是哪一个臭总裁，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让你必须讲这些话？多么的撕心裂肺的话这绝对是紫藤花海，这绝对是好美的紫藤花海，知道吗？是吧？今天的7夕情人节，你们的浪漫赞助，1年1度的，我收到了，好浪漫哦，真是太浪漫了。小妮妮，猪棚骨不是我觉得就是小妮妮目前的那个comment
不成立，对，他一定是被谁盗账号了？你们那个谁不可以盗女生账号，不可以欺负女生，知道吗？我先冷静一下，我先追一下聊天室，谢谢。等一下，台北没钱付营养午餐，蒋万跟牛郎丽玉熏心。这个好有才，它变成李郎了，就是一个牛上面有一个梨，有没有？然后因为它利益熏心了，它利益熏心，所以它变成李郎了。你们好棒哦！我要继续看还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狼出现。我们今天可能不止凑8狼哦，凑到10狼有可能，11狼、12狼，凑到张宇他老婆11狼，好奇怪。好了，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可以这样做说，台北没钱付营养午餐，蒋万安找妈妈聊聊什么叫福利。好，这个应该是关系到政治啊。总之，我们11月28号，大家好好的投票，投给你们想要喜欢的政治人物，这个很重要哦。我觉得民主的台湾真的是非常非常自由，很可贵，所以不管你们要投给谁，一定要去投票，因为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像台湾这么民主自由，可以决定总统是谁，好不好？然后都被卡住的，是我的汤包哥伊拉夏包包猪，你超勇，把4个字加1个字，天哪！今日你最勇，好不好？但是汤包哥，你有看到我上面那个满满的紫藤花海吗？它好美哦，是今天我们的赞助者各位集体送给猪猪的情人节礼物。哇，满满的紫藤花海耶，超美的。水瓶宝贝，我应该没有在讲奇怪的话，对吧？我觉得今天的紫藤花海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欣慰。我们1年1度牛郎织女见面，原来朱蒂卡身为猪女也享有紫藤花海的这个福利，你们真会玩呢。然后我又追不到聊天室了，等一下。什么吐胆汁？对，猪猪昨天上吐下泻吐胆汁，然后开始调整大小之后还是会卡住，对，就有新的就累积在上面，没错。小亮怎么这样说？什么破脸听着，我明明精明干练，有些音乐梦。天哪，小丽你也保重哦，最近真的是病毒齐发大家保重。紫色马赛克猪猪，汤姆先生你好，上面有没有？没有错，我们紫藤花海，对不对？然后我有成功啦，所以这一则真的是我们刚刚猪猪钻出来的，好不好？对，精明干练，就猪猪还是谢谢你成功让我怀疑自己了，他哇，好不好？什么猪猪真好玩？第一次麻醉手术做了梦吗？你做了什么梦？你做了猪猪很蓬的梦，对吧？对，因为实体上的我都是精明干练啊，夜夜厉害。然后色狼对不对？还得上起高 skip 呀没了，原来是碰，我上面都是紫藤花海，这是大佬送给我的浪漫。紫海对不起，我要讲的是那紫，不是紫海，对不起，都你们害的，我追不到聊天室，还把那个观众名字讲错，对不起，那紫古梅那赛，然后浪漫一点还是可以，花朵追成云哦，所以等等追不到聊天室，所以现在是。正在下花朵对，我们刚刚满满的花朵一直下来，累积了就变成了一个紫藤花海，好不好？好，小妮你乖，不要哭。小妮你已经被盗账号，一开始他就是我们这是这样吗？糖宝哥，你确定是不是你就是把那个刀子架在小妮妮脖子上？烹藤花，迎风心事，日升夜长，越想城墙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砰，把心拴在旋转木马，热月已不再喧哗。盛红，谢谢你，你绝对未来有机会会被我折断。捧花配香菜，杨子阳对我排错吗？他都乱带，你看我们大佬都可以乱带路，带到奇奇怪怪的路，然后开始就打一些奇奇怪怪的 commando， 对不对？一定是大佬们给你乱带路，带到了一个混沌之路。带到一个混沌，肚子好饿，肚子好饿。然后11个月快要4年了，真的耶！也谢谢你们长时间这么支持猪猪，这里是对的。小船仔厉害，然后投猪猪一票吗？谢谢。虽然说猪猪很像没参加什么票选，但是谢谢你们投猪猪一票。
紫气什么要称帝了吗？对，我的精明干练是谁？燃烧神教，什么紫破坏紫崩紫藤花，不是苗老师，那个是紫藤花，不是紫藤崩紫崩，我是鬼。我真的想讲，大哥没有输，我现在是不是要来一首了？等一下。对，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最怕的，除了好兄弟之外，还有很多账单，没错，账单什么，还有很多账单，没错，账单真的是，我只能说跟好兄弟并驾齐驱的可怕，你知道吗？哦，丢完泡都要喝喝拜拜哦，哈，然后变类似一样被乱带。好，大家辛苦了，我只能说大家辛苦了。紫藤花不是紫破花，彭大海吗？哦。说到这个阿崔，的确在咪路老大的卡拉 OK 当天，主播们热切需要各种彭大海，除了帮我们补充喉咙的滋养之外，我们还需要补充水分，因为那天没想到会完成了一个健身 KTV 的行程，万分感谢我们的咪路，万分感谢我们的帕帕以及我们的公主，玩疯这是4个疯女人，你知道吗？没有，帕帕他可能是里面最矮的，所以他被我们迫害，被3个疯子玩到他完全才开唱第一首歌就马上想离开那个空间，你知道吗？就很后悔，我到底为什么要过来？做了蜘蛛变致命干练，这一定是白日梦，这是眼前紫气蓬莱才是。不是，店总，你要相信啊，梦会实现的啊，店总。彭子大海，你妈这时梦到有人叫你一个名字后就醒来了吗？啊，叫你汤包哥，然后那个人就是朱蒂卡这样子吗？要3点啦，你其实3点要到公司啊，3点要到公司，那边诺。谢谢小妮妮，可能要去忙了也没有关系，但是感谢这个突如其来的少了一个0的赞助。我们小妮妮刚刚想示范什么样叫做大佬的赞助，然后就不小心少了一个0，但少了一个0呢，那基本上对于直播主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庞大金额的赞助。虽然说对小妮妮而言可能就只是一个便当钱呐、叉烧包钱呐、叉烧包为什么那10块钱投下去就叉烧包？你们能 Q 到我这个梗的话，我只能说不愧是我们家的熟男面线。对，我们的年代总是有很多新年梗可以玩，谢谢。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10块投下去叉烧包，好喜欢哦。原来世上这么紫藤碰大海，这是紫藤花，这不是崩海，救命啊！谢谢大家，我觉得我现在不得不唱一首《大哥没有输》，来好好的提振我的士气，要让大家知道这是紫藤花，这是鬼最怕的紫藤花，好好看着我头上这一群紫藤花吧，你们再去逼逼鬼。然后，好，丁爷您说啊，我只知道3个牛是奔，那2个牛叫什么呢？我看一下，今天牛郎织女怎么这么多梗可以玩啊？燕吗？好，2个牛叫燕。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解读丁爷这一段呢？牛燕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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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郎们来瞧这一下。我觉得这很像成群结队的那个斗牛，有没有？超可怕的。然后牛郎就骑着一头猛牛在那个他们的入队前进，冲锋陷阵。织女，我来找你啦！你知道吗？要是今天我是猪女本人，我还不快逃？我连见都不想见，你知道吗？超可怕！账单、水费、电费、手机费、电话费、牌照税、燃料税，好可怕哦！我真的突然觉得中原普渡不可怕了，你知道吗？谢谢汤包哥，这个可怕果然是比较出来的，好不好？对，还有网路费。如果澎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我用一声。叶叶，你还好吗？乌黑你好，欢迎你大家的提爱便的。然后今天是青牛妈噻，今天是青娘妈的生日，以及我们的7夕情人节快乐哦，好不好？倪总直接请假就好吗？我们倪总基本上只是过去。其实过去巡记的啦，身为老板过去巡一下啊，临时有事没办法过去巡也是没有问题的嘛，对不对？古老板你好，欢迎来到迪盖宾的7夕情人节快乐！有没有看到我头上满满的紫藤花？好美啊！
超美的，这是本频道我们的观众大佬们集体赠送猪猪7夕情人节的紫藤花海，好浪漫啊！对，就只有我们家观众可以想到这种这么阔气的玩法，我只能说不愧是我家大佬，好不好？什么？你说砰？什么砰？没有砰啊，这里不存在任何的砰。朱蒂卡秉持着精明干练的这个初衷，经营频道4年多，对，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可能让你们看到呢？没有这种东西，知道吗？谢谢大家。1万块对于对于我们倪总而言，不过就是1000块的币值吗？小天，我认为应该那个币值可以再少2个零。1万块对于倪总而言，不过就是10块钱。你现在只能吃什么？哦，不是，完蛋了，完蛋了！我觉得都你们害的。我看到汤包哥这一句话，我现在只能吃流心性食物，好想吃猪脂。你们自己看看，你们对我做了什么？汤包哥他现在身体不舒服，拔牙。要好好休息。他跟我分享，他现在只能吃流质性食物，我居然看成流心性食物。看看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好，既然如此，汤猫哥，你像身体不舒服，牙齿痛，那你要不要就是反正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反正我都 Q 到流星了哦，反正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吃东西，那你不如现在去我的 shorts 区去看那个流星 shorts 好不好？对，反正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嘛，好不好？谢谢。汤猫哥，反正你现在都吃不太下了，你就不如趁现在吃不下的时候去补一下流星，谢谢。你是说小梦话就会眼泪变成风海？黄金毛上好好打字，黄金毛上，你会有夫妇的画面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汤包哥。好，母的牛羊，好的，好，樱桃先生玩开了。爱假崩，因为猪猪。小天，小天，你乖。小天，我觉得你应该是肚子太饿了，你先吃一点饭，你乖出门了吗？気をつけてきてください，小妮妮，谢谢赞助，谢谢你不小心少了1个0的大笔赞助，谢谢，谢谢7夕情人节，对，就在大病初愈的今天，还可以看到满满的紫藤花在我头上，真非常欣慰哦。告狼交零。好棒！我们家牛郎们，我们家今日的一日牛郎手男们，我只能说玩这些文字梗，我真是玩不过你们，真的。你从外面下雨，出门要小心。好哦，我们南部地区这边好像也有点阴阴的，有点阴沉。好，终于。怀特比哥，我觉得有朝一日你一定要有机会来一下我的那个线下一选特点，对我还不揍爆你们，揍爆，知道吗？像是紫色，像是藤蔓的蓬蓬裙子，这个明明很浪漫，为什么你们都要解读成紫藤蓬？它明明是紫藤花好吗？然后完蛋，我为什么追不到聊天室？有脚毛的，就是。等一下，康大哥，这个好好笑哦！我觉得你们今天把牛郎完成了，就是玩到一个天花板了哎！你们居然中文的博大精深，今天完完全全体现在朱迪卡的频道了。我没有喜欢流星，我不喜欢，我没有小天流星性食物，对，太感动了吗？好，然后流星性食物就是流星性食物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应该是稍纵即逝的那种，所以你可以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或者是不能再怎么办？我掰不下去。稍纵即逝的食物，对，跟流星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完蛋了。完蛋了，我完全不想去联想那些东西，就是说本频道不会出现，我明明说不会出现的东西是现在你们眼前的什么抛？有会员好不好？好，等下好表情是什么？会员吗？不是啦，海天莎，
你是温道的总裁，这把写的公虾会。恢复期吗？酸痒感1个月后要回诊嘛？好，保重，这个恢复期很重要。好，店总安，欢迎来到紫藤。你们把紫藤花海就好好的打出来就好了，中间那个空可以不要哦。对，我们今天特别朦胧，我们今天就是牛娘织女1年1度的见面。对，我们基本上呈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情节。对，就在我的眼前，你们非常的朦胧；就在你们的眼前，我也非常的朦胧。但是我们现在头上非常的浪漫，有没有看紫藤花海？这个是朱迪卡频道大佬们接力送猪猪最棒的礼物。虽然说他们都说什么烹海，不是，那个是他们眼睛业障重啊。那是贵上惊的什么紫藤花，知不？紫藤花呢？然后Milk 先生、牛奶先生，情人节快乐啊！至于画面为什么变成这样，这个基本上今天就是各种狼都跑来了，因为本频道的观众们很喜欢玩文字梗，所以今天是牛郎跟织女见面，所以今天头一位站住的是五郎，午间的午，对，因为他们把牛郎的上面的那个呆毛拔掉了，然后呆毛拔掉之后就变成午间的五郎，然后接下来生郎，人生的生郎乘胜追击出现，站住猪猪之后，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劳郎也出现了，因为下雨了，所以就是牛郎先生跑到遮雨棚躲雨，就变成了劳郎的一个形状之外，然后干郎也出现了，对，干郎天干地支的干郎不晓得为什么，因为跟千郎长得特别像，他们是双胞胎，所以千郎也跟着出现了。对，于是千郎出现之后，我们开始聊起了本的内容，例如仙郎比较含蓄，但是我们的狮郎比较狂野。然后如果真的是男性雄风过于显著，会变成猪郎的一个形状。我讲不下去了，等一下，我不要讲了啦，我不要讲了，好奇怪哦。大概是这样子，请看 VCR，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但是虽然说我 VCR 现在很像是关起来的，对，总之就是这样。然后狗老板说：“流星使我瞬间，不要，狗老板，不要在你脑中就是残留那些不太舒服的画面。狗老板，我们有选择权的当下，我们可以吃更正常的食物，你说对吧？狗老板，好紧张哦，才去一趟厕所，然后变成垂帘直播。”什么这么浪漫的包？我头上明明是很浪漫的紫藤花，这个是1年1度我们家大佬送我的，我们家大佬成群结队送我的，才不是包，是紫藤花。牛郎，我真是谢谢你们，我也不晓得1年1度的七夕情人节可以完成这个形状，对，这小天不要赖注解，我气死我！对了，感谢你提醒南部下天气阴沉，刚哇，一带坏乌云有点陡吗？紧去阳台，把这个衫紧收收诶。对，快点，如果衣服干了，快先收起来，感觉又要倾盆大雨了。牛腩织女肚子好饿哦，感觉这个牛腩上面有加这个什么气死的一个泥状，或者是一个芝麻泥，好像也很好吃诶。肚子好饿哦。牛娘织女1年1度的见面，你看头上的紫藤蓬可以。如果今年度我们雀儿们如果怠惰不想上班，我愿意将我头上的紫藤花海变成他们的蓬桥，不是我讲出来了。不是蓬桥，是紫藤花海桥，这里不存在任何的蓬不是碰巧，我没有讲任何的碰巧，我刚被盗账号。我愿意用我头上非常浪漫的紫藤花海搭成他们的桥，让他们见面。不是碰巧一定是因为我肚子饿了。我肚子饿了。刚刚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谢谢。牛腩织女感觉，我觉得可以耶，肚子好饿哦，感觉还蛮多可以呈现的方向。
有什么好奇怪的？夫妻1年见一次面，难免需要。牛妈完蛋了，我觉得我频道又不见了。重建男性雄风的猪朗也是，画面怎么变成这样子？因为主播康荡哥，你有种，下次来我线下一拳特点，我揍爆你，揍爆！牛郎织泥，对你应该要是芋泥的泥，芝麻芋泥或者是cheese芋泥可以。汉典利赫已经大雨了吗？好，今天全台应该有机会大雨。然后，金红利赫，再别碰巧。大姐有机会，下次一定要报名我们的一拳特点哦，我一定要揍爆你，知道吗？牛奶先生，你不要打那个奇怪的字，不要被污染了。牛奶先生，你很单纯、很纯白、很纯洁的，不要变成巧克力牛奶，知道吗？我在讲什么？你不要变成芝麻牛奶或巧克力牛奶黑掉，不可以。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对啊，我不带走一片棚，因为棚不属于我这边。牛郎织女这桥不要过地上，过了会怎样？过了会怎样？过了，我跟你讲，考试都考100分，对不对？再别碰巧，悄悄的碰。三哥，你下次如果没有报名一拳特点，你给我小心一点。行秀离离赫，别人问说你是当牛郎还是织女啊？我就是那个巧。对我对那个巧，对我今天赞助他们巧可以吗？甜点用芋头泥，咸点用起司泥。对啊，肚子好饿哦。牛奶先生，你乖乖的保持你的纯洁，不要莫名其妙变成巧克力牛奶，知道吗？不可以黑掉，知道吗？什么碰会跟随你啦？我肚子好饿哦，这次还是肚子太饿了，所以刚刚才会不小心脱口而出什么碰巧。反正水灵宝贝不在，他不晓得这个可以成为剪辑，他不晓得这个可以成为精华。反正我只要不要跟他讲，我就稳了。谢谢。喝口水，我知道聊天室了。谢谢你们大家对于猪猪的照顾，谢谢大家对于猪猪的爱。对，这些爱呢，绝对会化成我们可以在这条路继续相爱相杀的一个动力。例如现在我真的好想揍你们哦。我们期许下次可以再揍爆你们，我真的好想揍你们哦，气死我了！好好的一个七夕情人节，你们让你们的猪女就如此的想揍你们，到底怎么做到的？你们怎么敢啊？你们到底怎么做到的啊？俗话说，爱越深，恨也越深。你们真的很擅长激怒朱迪卡。巧克力牛奶好喝，真的很好喝，真的。怎么办？越黑越好喝，像芝麻牛奶我也很爱喝。完蛋了，牛奶先生怎么办？他偷偷看哦，彭桥夜婆娘。等一下，涛啊，你不需要把它标出来。水灵宝贝现在在忙，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们就当做不知道，这样就好了，知道吗？我们敬爱的他总，像你一样纯洁吗？好，雷龙暂时可以好称呼你纯洁，我希望可以不要，我希望可以不要是暂时，可以是一直，好不好？水灵姐都是戴着耳机在偷听吗？没有啦，水灵宝贝现在不知道啦。对啦，刚那一瞬间想完蛋了，水灵如果在的话，完蛋了，绝对会成为精华。水灵刚刚猪猪记得没有？我没有说记得剪辑没有？你上次有去豆腐婆婆？哦，有其他的主播在。怎么了吗？怎么的吗？有其他主播在，然后呢？为什么？一看画面有种什么烹素的感觉，不是，它上面是很浪漫的紫藤花，上面很浪漫好吗？超级浪漫，超级浪漫的紫藤花好吗？然后上次不知道哪一个节目，不是也变成卖药了吗？反正一直都是卖药台啊，没差。反正我从初配信开始就卖药。我从初配信真的超级太清楚太卖药了每次我去补档都觉得朱迪凯在干嘛超级卖药。然后
啊，洛梨牛奶好喝诶，洛梨的季节快过了，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现在的洛梨哦。芝麻好喝，比起别人还比较喜欢变黄吗？说到变黄，水果牛奶我可能不太会选择，但是麦芽牛奶就会选。我小时候很常喝麦芽牛奶，因为好香哦，好好喝。月落归落天送满天，这首歌好听，我们绝对不可以就是得罪二姐，知道吗？爱玉先生、二游先生、二游先生，通得罪咱的江蕙二姐哈。砰的浪漫，你才泡你们全家的泡，你才泡你们全家的泡，你才泡你们全家的泡。好，我们下一位。江风雨，等一下，你们不要再吟诗了，你们不要再把我们那个大诗人的那个诗词变得越来越奇怪。上次我去东埔棚，就拍一张啊，三哥，快点！好，等一下，这个我觉得9月份猪猪还会进东埔棚，可以拍，对，但是。我可能要记在行事历，因为太多事情，我担心我忘记。三哥不嫌弃的话，你待会你可能提醒猪猪一下，然后我快点记进行事历里面。谢谢三哥，谢谢，哇，感谢三哥。对，之前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一拳特点有三哥赞助我们的砰砰芦笋哦。好了，对啊，砰砰芦笋汁啊。为了回馈今天的紫藤花海，真的谢谢你们了。砰砰芦笋汁，如果下次我们真的还有一拳特点的这个机会的话，我们会进化成真的是朱蒂卡本人的砰砰芦笋汁，不再是用批的。当然就是还是怎么讲，还是会印上去嘛，但是身体也会是我的了的这个意思。对，好，谢谢三哥，谢谢三哥提醒。不过说那个如果上面是烹树叶子的话呢，猪猪就是烹的薄荷，你下次育成特点记得给我加购，不然我双倍奉还，知道没有？我听到不？对，下次育成的可能就有新的芦笋，就是芦笋汁，感觉咸咸甜甜的。古书神话，不要再改诗了。麦芽牛奶化工的味道，对，我就是怀念那个化工味，如何？从半夜砰声到歌。盛宏，你真的要被我折断，你完蛋了你！上次打不到的，再有下次我3倍奉还。康当哥也记得买育全特点，知道没有？如果有的话哦。不好，你居然加入了！等一下，你可以想想这些诗人作何感想？会不会气到从坟墓爬出来？你们小心点，像中原普渡吧，以棚作对。我怎么外婆的澎湖湾牛奶先生？那我为了变巧克力牛奶，应该等一下。牛奶先生不可以保持你的纯洁，你好好的成为杏仁牛奶就好了。不需要保持你的纯洁很重要，不要变成巧克力牛奶。就有朋自远方，不亦乐乎，虽远必诛。不是，完蛋了！我真的觉得他哇跟薄荷两个人都是那种柔和温柔气质，但是欺负起猪猪真的是也没得跟你客气，你知道吗？太坏了！怎样？你们看过这么漂亮的树干吗？你们看过这么精明干练的树干吗？但是长出来的我只能说这个花海真的是有点智慧。我们这个花海很智慧，对，因为是很智慧的主人的树干，知道吗？超坏！前朋友你好，好多毒物吗？我像是前方高能，对，你们看起来都很朦胧。可以不用一拳特点吗？店总，你觉得你逃得过吗？新仇旧恨，我顺便
再跟我们的莫老师那边收集收集，有没有奇怪的一些事迹，让我再加进去，可以一起回击的。一拳特点吗？啊，没有啦，还没有啦，只是我在想啊，如果有的话啦，有朝一日啦，哈，有碰见到感恩收下什么鬼，气到爬起来了，这么有趣，怎么没种？嘎大哥，好坏！杏仁牛奶哦，原来不喜欢杏仁，猪猪超喜欢的，因为好好吃哦。然后熟悉感觉，猪猪豆包跟你去吧啦！你们都骗我说下午很忙。然后每次下午又过来说猪猪真好玩，你们都是忙假的吗？他们七夕情人节都是这样气猪女的吗？加南洋露好喝，好加南洋露，加油加南洋露。精品概念树干，我明明主人很精品概念，它长出一堆莫名其妙的生物在我头上，怎么回事？都这样欺负猪的吗？你们都这样欺负你们猪女的吗？都这样子的吗？你们牛郎是这样子当的吗？我要喝水。然后昨天就忙完了，让了牛郎这样当的，一点都不厚道。都这样，我要移到最上层。谢谢。有没有最上层的梨郎？还有什么郎？快点！我们趁今天一日限定，各种狼都可以增生出来，你知道吗？还有什么狼？快点！我想一下哦，梨狼哦，刚刚那个长脚毛的有点好笑。靠狼不错，靠狼。上班摸鱼好开心吗？水母先生享受着上班偷鱼的快感，我知道，我懂，因为真的非常的快乐。对，猪猪不。马克先生，你看他们都这样欺负我啦！我头上明明是很美丽、很浪漫的紫藤花海，他们说那个什么蓬花海，明明是紫藤花好吗？玩出如流水。对，你们为什么可以这么擅长，就是玩弄猪主播？太棒了，好吧，我只能说，今天各式各样的梨郎、深郎、仙郎、湿郎、干郎、千郎、五郎、老郎、深郎，我还有什么郎没有讲到的？靠郎，你们今天已经不止8郎了，10几20郎，好不好？只能说不愧是你们，真会玩，真会玩，好吧？我们这边线下有一位啊，不是线下，对不起，线上有一位牛奶先生打雷了，我听到不？牛奶先生，你的牛看起来今天也会被完爆，今天你就变成一日无奶吧。好奇怪，还是你觉得生奶比较好？牛奶先生，没关系，还是你觉得因为下雨了，你必须要戴上帽子或撑伞，你可能会变成老奶哦。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反正线上现在有牛奶先生的牛，你也必须被完爆。大家为什么不玩它？玩牛奶，快点！杏仁果，杏仁果好吃。祝大社的狼叫大社，好哦，大社狼，而且那个社要卷舌，大社狼，对，大社狼哦，郊狼才进好。OK， 你不是牛男，可是那种飞上天的小小鸟吗？为什么是飞上天的小小鸟？有色狼先生刚刚偷偷加入了，对，然后对，我们刚刚有说我们就是不止8郎，连11郎，连张宇他老婆都出现了，对，就是啊，烟袋离合，然后我看一下，你吃到酸梅的，牛妈，你果然米郎该赞助了吧？不过30块，米郎该赞助了，米郎先生。好好玩哦！有够开心，小猪牙可爱啊！吴天刚小烈赞走，你看嘛，我们女孩子赞助起来就是这么的含蓄，都会称赞猪猪可爱，对不对？那男生赞助起来都怪怪的，男生赞助起来，对，好怪，好喜欢。等一下，我觉得牛妈的米郎有点好笑哎。牛奶是食物不能玩吗？啊！可是
是猪猪也是食物，他们一直玩我。牛奶先生，你们怎么可以差别待遇？你们怎么对牛奶先生比较好？牛奶先生不这样子不公平，一样是食材系的，为什么他们都不玩你，要玩猪猪？我也是食材啊，对不对？丢失的什么？我看一下哦，什么玩牛郎的奶的？不是，因为今天就是我们各种牛郎的牛被玩爆了。那目前线上有牛的就牛奶先生嘛，所以我觉得你们牛郎就玩的差不多了，你们就开始玩牛奶啊，对不对？等一下，我说的明明没有很奇怪，好久没看到猪猪台怎么变这样吗？就对，一言难尽。我也想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也一言难尽啊，完蛋了，是安怎会变成这样呢？但是呢，你们待会都会有发现，例如刚刚的牛妈的米郎先生，或者是靠郎先生什么之类的，想要变成这一个建筑的一个形状，也是非常非常乐见的。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牛娘猪女相见之日，对，这只猪女被玩到不要不要的，我真的谢谢你们，好不好？是属牛没错，看你看牛男牛精啊，牛肚我要吃，牛肚好吃。然后杂贝塔郎，大家杂贝塔郎是什么？然后既然你站住很正常吗？所以盛宏你是其中的哪一个狼？你是其中哪一个狼？牛奶是成品不一样吗？我也是成品啊，我也是成品啊。高雄现在还有成品吗？高雄应该还有最后一间，是不是？不是此成品非彼成品。等一下，不是玩，我没有说玩牛郎什么。等一下他玩，你会掉，完蛋了。嘴巴变成米字形，不愧是牛妈队，吃到酸梅的牛郎变米郎。猪喜欢散甲郎吗？我觉得散甲郎并不是他愿意的，但是如果散甲郎想要过来一起玩也是没问题的，好吗？散甲郎他的这个甲，他这个甲是被什么东西包围住了吗？牛郎被什么东西包围住了？我刚才想米郎很糟糕，什么？牛妈那么糟糕的东西，你为什么没有快点分享出来？好糟糕！这么糟糕的声音，这么糟糕的东西，你就应该快点先分享出来的，不是吗？然后我看一下，玉面飞龙肥螳螂。等一下，为什么有玉面飞龙肥螳螂的大仙先生？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牛郎先生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吗？然后奔狼聚会吗？是我们今天就是一年一度奔狼聚会啦。对，没错，就这么说就对了。18铜人咋被当狼？咋被当狼一代原来是咋被当狼哟，刚下姑呢。然后怎么去收个东西回来就变得更奇怪了吗？不是。英朝先生，我跟你说，本频道基本上老少咸宜，我们是小字3岁，大字65岁以上年长的长辈，基本上都是本频道的忠实观众。我不记得我在我的频道上面有讲过这么糟糕的东西，一定是因为刚刚那个他娃过来说是证据。马克先生有啦，是有，就是你是材料。我也可以变成加工食品的 sausage 啊，我也可以变成香肠啊。可是你们还是玩猪啊，你们都不玩牛奶先生，你们都这样。然后不可以笑，猪女直播我不可以笑吗？真的吗？可是我最爱笑哦，因为你们好好笑哦。我不是在嘲笑你们，我是看到你们就很开心，这样好吗？散甲郎，散长甲好吧，很棒。我喜欢你这一句人话，你说人话了。他哇，很棒。对，要问我们牛郎一年一度只见一次织女，其他时间都在做什么？我想甲郎可以解释的，对吧？甲郎该站住了，甲郎，谢谢。甲郎可以解释牛郎，他就是365天的364天都去做了些什么？只有甲郎可以解释，谢谢。完蛋了，我们变成本本的一个形状了，然后被一堆牛围住，就变成甲郎吗？
刚玩什么奶？不是，我说牛奶先生也有牛这个字，为什么大家不玩牛奶先生？大家都对牛奶先生非常的宽容。对，牛奶先生是我们这边的第二个团宠吗？你和我364天，怎么思思念念之女？牛郎，可是我的，等一下，好糟糕，好糟糕，牛妈。原来春姐这么喜欢这个味道吗？春姐，好，很棒。这个我只能说，这是比较重口的本本了，你知道吗？这个重口本本了，你知道吗？不是长官，七夕情人节快乐！有没有看我头上这满满的紫阳花？这个是今日我们各郎大佬，我们奔郎大佬，我们各种大佬，生郎、干郎、千郎、五郎、劳郎，各种郎大佬，以及我们的小妮妮，还有今天赞助的各位，赠送猪猪的浪漫紫藤花。对，我只能说1年1度的浪漫，只有他们才懂，是吧，长官？你应该没有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的烹，对吧？那个叫紫藤花，请证明紫藤花，谢谢。什么猪没攻击力？猪猪的攻击力明明猪突猛进啊，对不对？什么猪比较好玩？哦，牛奶可以直接喝，猪肉不能直接吃，猪也可以直接吃啊。香肠啊 ，sausage 可以啊。猪肉啊，牛奶没有肉，可是我们通常我们一样是满满的蛋白质来源呐、对不对？我们应该是友军对吧？牛奶先生一年见一次面，其他时间都是用龟派气功。哦，等一下，所以他是悟空的中之人是吗？他好忙哦，所以对外面还有人，你在外面还有，牛奶先生本身就有3种不同形态的牛了，不是吗？是吗？牛奶先生有吗？牛奶讲会攻击猪不会，我的猪也是有猪突猛进的猪的那个獠牙，很可怕的啊。有没有可能牛是母的，一定要公的？等一下啊，大姐越发混沌了啊，好快乐哦！八郎吗？有啊，长官今天已经不止八郎了，真的奔狼聚会了，牛郎已经不止8个狼了吧？我们现在已经晋升到11狼了吧？连章鱼老婆都请来了，你知道吗？那不是紫兰花吗？对，是什么？等一下，牛奶先生，你好好讲话。中华文化1夫1妻，牛郎他做到了。我真的觉得繁体中文真是博大精深呢。对啊，我有我的猪突猛进，好不好？霸道牛总裁 VS 牛郎司机。哦，好喜欢哦，谢谢牛妈。什么？这是迪卡用紫藤，是紫藤花这个频道不存在任何的棚，知道吗？猪不是姓山，所以没攻击力吗？我的近亲有姓山的，我的亲戚有，真的，他们很攻击力，好不好？猪7块。阿拉，阿嘞，你来呀哦，阿嘞。紧看，这个阿嘞过来咯！七夕情人节快乐哦！七夕快乐吼！你是4对？等一下，我觉得我也很有猪突猛进的精明干练的形态啊！这台牛一定是公班怎么毕业了？对啊，一定要的啊！你们必须要迎合猪主播的这个癖好，对不对？牛先生，等一下，对，牛先生，它是一个词好酷哦！樱桃先生北拜哦，恰恰你好哦，牛先生啊，对耶，牛奶原来是牛先生，牛奶原来你有这3种形态是吗？而且你的形态是有一点内八，有一点含蓄的这个仙呢。什么东西？我觉得越发奇怪了。等一下，一来就是满澎满谷阿雷，你没看不到阿雷，这个是满满的紫藤花海哦。什么？对，刚刚大家都有在说再
这边看巧，没有什么碰巧，没有。我看一下，猪头猛进，什么猪头猛进啊？什么啦？我没有哦，对，我知道我没有碰，我知道烟弹。请问聊这个什么？什么？我他妹的，哪有？明明就跟我的致命概念一样的紧实，不是吗？刚刚我说一说，本频道没有任何的碰子，本频道没有任何，不是本频道没有任何的碰啊！我刚刚到底讲的什么啦？哦，以寡敌众，等一下，回不完了。银河猪猪的名，我秉持的致命干练经营了4年多，你们还看不出来吗？店总啊，那才不是紫藤花，长得像紫藤花。牛奶先生，你刚是不是被注入了奇怪的液体？你刚是不是被谁注入奇怪？你看你现在被捂住嘴巴了，你现在被捂住嘴巴的这个当下被注入奇怪的液体了，对吧？完蛋了，那完全是要让你被黑掉的奇怪液体，完蛋了。好香哦，牛奶先生，你像的这个形态被捂嘴又被注入了奇怪的液体，很棒。你要变成巧克力牛奶了啦，黑掉了，所以牛先生就要配郎朗。我真的觉得我是不是太久没有开启这个腐花糖的计划，让你们变成这种有点欲罢不能的形状。对不起，我觉得我应该深刻反省，今天的你们都怪怪的。我亲爱的熟男们，你们今天这7夕情人节怎么会变成这种形状？你们到底怎么了？我觉得在我眼里还蛮正常的他娃，在我眼里还蛮正常的薄荷，怎么都变成怪怪的？这个到底谁对你们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然后那个长官原本就很奇怪，我们这个先不讨论。我觉得全部你们聚集在这边都变得很奇怪，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连牛奶先生都被注入奇怪液体了，你们自己说。黑色泡泡液体，他为什么描述他的脚是装饰，所以猪也是。等一下，大姐给我好好说话。这个画面吗？这画面吗？就腐女看得我很开心，对，腐女，救命！救命！等一下。好，谢谢 Leon， 请你继续保持你的怜香惜玉，欲罢不能。大家的腐值要爆表，我觉得7夕情人节的大家需求的东西，很像我突然懂了，我突然懂你们需求着什么东西了。对，怎么突然就很棒，就被我其实没有被开启奇怪的开关，应该说我那个开关1年365天都是被开启着。对。我很容易被 Q 到那个开关，因为一直都开着，你知道吗？不过你说黑色牛蛋豆香猪360天吧，有吗？这个好，这个我们就大家心照不宣嘛，对。你的牛奶似乎都快要漏光了，来，我再帮你点。塔瓦，对不起，我真的觉得塔瓦跟牛妈已经按耐不住了。对，你们那个有点味道的文章气息都跑出来了。等一下，塔瓦，你好意思讲话？还有薄荷，你给我去面壁思过。薄荷今天也怪怪的啊！欢迎你们的降落，你好，欢迎来到迪开频道。谢谢降落到本频道非常清流的这个聊天室的大家今天都非常的正常到他们已经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话了。对，所以莫急莫慌，他们今天只是因为7夕情人节无处宣泄的压力，全部都宣泄在本频道了。对，牛奶被注入了奇怪的一点变成杏仁牛奶，我最喜欢杏仁牛奶了。对，谢谢你们的降落，所以才聚集在那边看猪猪，因为你们都怪怪的吗？谢谢你们的降落，什么欢迎波波森，什么奇怪的牛奶话题，很抱歉哦，牛奶先生，这是正常发挥，好不好？请别吓到了。什么欣赏碰紫花什么啦？哦，感谢你们的降落，欢迎来到迪开频道哦，马鲁娜ちゃん。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谢谢马鲁娜酱，谢谢你们的降落，马鲁娜酱，
お疲れ様。ティカ动作姫でございます。谢谢你们的降落。杏仁牛奶、薏仁浆牛奶啊，好喜欢哦！薏仁浆非常非常的养生，人家是告诉什么牛奶的味道？什么新包包得永生啊！谢谢 Marina 酱的降落，谢谢。哇，开台辛苦了，七夕情人节快乐，给那里起，七下。那是亲牛妈噻，好，今天是亲娘妈的生日，也是七夕情人节，大家情人节快乐。那无处宣泄的你们七夕情人节的这个状况，已经被频道的聊天室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形状了哦。如果回忆能重播，朱慧鹏大姐能够好好打字哦。然后公牛有时候牛奶了，真的在想，熟男们。我们这个是合家观赏的频道，你们可以冷静一点吗？各位熟男们，七夕的今天我真的没想到你们真的怪的好让我欣慰哦！今天的你们真的好奇怪哦，怪到我觉得倍感欣慰，你们知道吗？真的倍感欣慰。对，谢谢你们的降落，马鲁娜酱，谢谢你们。对，而且时间来到3点44分了，我真的觉得你们都辛苦了，我真的觉得。大病初愈的我，今天其实还是有一点虚弱，但是我发现今天的你们比我还要再更虚弱。你们还好吗？心智上面你们比我还更需要宣泄到变成这样的一个形状，你们都还好吗？你们今天真的很宣泄，把你们各式各样的奇怪365天的奇怪都宣泄在本频道了，你们知道吗？这频道很正常，只是我被做了很奇怪的议题。怎么会奇怪呢？那个液体一定是又香又甜的，对吧？是吧，牛奶先生？而且还被捂住嘴注入了奇怪的液体。我只能说，那个画面让腐女的我好开心啊！牛奶不像，毕竟364天，好 OK。被注入了奇怪液体。牛奶先生，你怎么这么配合？你真的很配合牛奶先生，你太配合了，我天哪！你还没熟，等一下，阿弟，你他都要讲啥？讲你阿未熟的，搁迄一个，搁啥一个？哦，烧酒嘞，哦，麻油鸡的，阿弟，你搁要迄一个无？阿未熟，搁要迄一个，搁啥一个？你要选倒一个？你刚听我讲的话吼，我是无辜的，什么门被煮出害，这不是我害的。我没想到今天我只是想开台陪一下大家，怎么变成这样？好啦，我会深刻反省，我是不是要再开启这个腐花堂？但是我没想到腐花堂一开启，你们就会被其他主播或者是其他观众想成很奇怪的形状，我就觉得有点对你们不公平。但是我觉得我错了，你们知道吗？然后没有刹车，刹车在他娃手上，在牛妈手上，被牛妈你冷静，牛妈你乖，你先工作。我觉得牛妈今天有坏掉了，牛妈只是踩了一下，你骗人，你明明一直踩死油门，不是踩一下是踩死，是无辜的吗？不合，不。一点都不无辜，你们今天一点都不无辜，你们都很奇怪。牛郎大美鸡是你说呢？哦，是不是能阻止被内偷的吗？好，我们这个任务就交给织女了。织女，快点跟我一起，我的姐妹吃瓜就对了，吃瓜的嘛。这里有刹车吗？福利熊，把你手上的那个手刹车还给大家。福利熊，液体一定注入的吗？我会注入什么液体？我想一下，我之前有在馒头里面注入芋头泥啊，那个感觉真的很棒。好，对不起，等一下我在讲很正常的东西。我这一次在芋头骨髓里面注入了芋头泥，就是这样，好不好？这不是我的锅，等一下，福利熊，那个门说出去要扶一点门才会开，等一下，能量不太高。不是，我不是专业选手，不要怪在我头上。猪猪板南线吗？对，我最喜欢 BL， 怎么样？我去台北最喜欢专挑板南线做，怎么样？咬我啊！凡事是板南线我都做爆，怎样？没关系，好奇怪，主播奇怪。长官，你总算承认你也很奇怪了啊！开腐花堂中央的不是牛郎，都是
我也这么觉得。有吗？你们就这么热于让其他观众变成奇怪的样子吗？对，你们很欢乐，你们很奇怪，你们非常乐见其成。哎，等一下，为什么现在才3点多？为什么我的窗外黑了？我的窗外全黑了，是怎样？黑暗骑士要出现了吗？这里不是高登市吧？不是，我现在望出去，我12楼的阳台马上就有小丑这样子悬空掉下来吗？是怎样？有直升机吊着小丑要出来吗？怎么回事？好可怕！怎样？我像南部就是飘出了一种高登式的氛围，好可怕！等一下，拜托，救我，蝙蝠侠！对不起，我先喝口水。等一下，我们今天是牛腩，很好饿。我们现在是牛郎织女，牛郎织女的七夕，跟美国英雄没有任何关系。还是美国英雄也需要被这个紫藤花海滋润一下，是这样子吗？等一下。我又追不到聊天室，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身为一名资深老司机，是不需要刹车的，很好，英超，很好。你可以把你手上的手刹车还给大家吗？等一下，我要按息，对，等一下。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一天24小时都可以喝酒的吗？啊嘞，就这样可以吸到更多的好朋友来住这里，你确定？芋头你好吃啊！福荒堂在开，这才一直被硬来，一定要的。不是红豆，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香菜汁放哪里了？但水灵宝贝你回来了，水灵宝贝他们今天好奇怪，水灵宝贝，我知道这样哦，五花里面注入了蜂蜜哦，这样弄起来不错吃，好它吧。蜂蜜也不错台中那楼的话好，你们就是通勤族或者是目前在跑案子、跑业务都注意安全。牛奶是应该加了么么？早安可可，为什么花生特调嘛？花生特调是什么东西啊？要下雨了吗？对，窗外一片黑耶，像那种深夜话题吗？对，我们刚刚开启了非常成人的话题，为什么？我们刚刚开启了很可怕的一个成人话题。等咧中原普渡，有比中原普渡更加恐怖的代志无？有，绝对有。你的生活费账单，你的信用卡账单，你的燃料费，你的养管费，你的电费，你的手机费，你的各项开销一字排开。哇靠，比那中原普渡更加恐怖哦！真的好成人，好可怕，像是凌晨3点上。台南也超黑的，是大仙下雨了，蝙蝠侠跟真爱好不好？是不是？我们蝙蝠侠完整的小丑，他们这一队我真的吃爆，是不是？哦，我们高雄市的确是高登市，是吗？是不是太厉害了？为了频道要开车关系，时间都加速到凌晨3点。他哇，我的用心良苦，你们懂吗？板连线做到爆一点，忠孝东。没有错，我忠孝东路不止走9遍，走900遍了，就为了要实现板南线 BL 做爆它，你知道吗？太粗了，对不起。牛奶先生，我不晓得你这么会玩深夜话题耶。你的牛奶是来自于单纯的那一面，还是深夜的那一面呢？牛奶先生，我今天看到了凌晨3点的你啊。现在是下午3点，为什么你们可以完成凌晨3点的形状？你们到底怎么了？已经下毛毛雨了吗？12楼望出去，哎呀，鹰巢先生那边嘛是12楼，鹰巢先生，你到嘛是咋地老哟？高登是不是这么你知道吗？牛排别让我们追一下，高登是，等一下我怎么知道那个南部有一个很好吃的餐厅叫高炉，很好吃。对，蝙蝠侠小丑不是这绝对是 CP 好不好？香爆！该喝一口布鲁斯，等一下。马克先生，哇靠！我好喜欢这种好经典的广告，有年代的广告，猪猪都很喜欢。对，布鲁斯韦恩咖啡很棒。马克先生赞！礼拜6这个在一换吃完拉面，我们就会场都在那附近而已。然后。就不要参与蝙蝠侠小丑的真爱，你得不到他们的真爱，我不会，我得不到他们的真爱没关系啊，他们相爱就好啊。我在讲什么？他们相爱就好，轮不到我，我只在旁边负责吃瓜。然后其他360张都跟那种，我每次看一小生生打那个告狼，我都会想成告五人呢。告人，请问跟告狼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关系吗？我都会想成告五人。成人话题，你的交歌费哦。好成人哦，
好承认哦，你各位有在玩股票的各位，浩浩老师，台湾上空很多对流包，对流包，哎，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小船仔，然后要回找科技的记得付钞科款，好承认哦，天哪！中孝东路地下抽9边，这个你熟吗？哦，看样子马克先生通勤常常 BL， 常常板南线是吗？毛毛雨先生你好，这么黑不是凌晨3点？我是觉得现在是下午3点啦，但是大家今天不晓得为什么7夕情人节在下午3点也可以开启凌晨3点的话题，就连牛奶先生都把他晚上的那一面拿出来了。我只能说，单纯的牛奶，深夜的牛奶跟我有点不一样。牛奶先生坏掉了，牛奶先生在7夕情人节的今天坏掉了啊！财鼠你好，7夕快乐！今天乞巧节吗？是女性祈求事业顺利许愿的日子，所以祝猪猪身体健康，永葆对音乐的热情与才华，并在这条路上。天哪，谢谢财叔，我有收到你各位观众，你各位牛郎，你各位五郎，你各位老郎，各位生郎，各位仙郎，各位干郎、千郎们的祝福，以及各位大佬们的祝福。有没有看到我头上满满的紫藤花？好浪漫的祝福哦！谢谢你们，我好开心。也祝财富也祝财主顺利。等下我又追不到聊天室，高谈室不是高谈室吗？高登高谈很像都有翻译，对不对？然后一直说笨蛋三明治是什么？为什么是笨蛋三明治？我有听过高登跟高谈的翻译，好像都有。然后告五人就是一次提告五人这样子吗？对流包着哦，原来是这个意思，谢谢深红。然后樱桃先生对流包，我现在只知道我好想吃牛腩饭哦，等一下肚子好饿哦。今天那个大盘超烂是不是？好，果然是非常成人的话题呢。利 W 先生说到股票，你像超爽，每个月多1万，怎么这么好？看样子真的是大手，我们的汤包哥好不好？总之呢，股票不管是赚的赔的，猪猪其实不太懂，但是大家就是基本上就还是要斟酌。虽然说我知道你各位真的1秒钟50万上下，很像就是可能几百万下去投资，很像就对，就只能说非常非常厉害，但是也要小心一些风险，好不好？对，什么风险不存在于我们频道大佬的这个字典里，好，对不起。小女子失礼了，你要吃罗宾哥哦，这一对也很香，你有吗？我懂，这2对 CP 我都吃，我还不吃爆。永和拉面好吃吗？就在市府那边是不是？真的，你们有推是不是？还是猪猪有吃过，只是我不知道，因为之前去北部录音，然后草草有带我们团队去吃一间拉面，好好吃哦，会不会其实就是一块？如果对流包太强，出现龙卷风吗？大家注意安全。好，我的确想吃牛肉面，这2天牛肉面梗一直狂被刷，打了一下附近2-3秒，天哪，好小心哦，小心，爱注意卖好嘞，卢一公斤点吼。它过期，这个牛奶过期了，酸掉了，坏掉了。凌晨3点成人话题，美股开盘哦，对，这个好成人哦，对，开盘了。的确，浩浩老师好懂哦。深夜的牛奶会变成 cheese， 浓度增加，健康加倍 cheese。cheese 好吃，谁像我盖了一碗牛肉面呢？我真的在认真在思考今天晚餐吃牛肉面。哦，等于雷雨包，很多就是要下大，原来是这样，谢谢马克先生，猪猪懂了，在8猴了哈。紫藤花好美丽哦，是不是？谢谢财鼠，不愧是财鼠，你不是我的友军嘛？你是来祝福我的吧？但是你怎么会打金蒙干裂？你刚刚很真诚的祝福了猪猪，现在突然又打个金蒙干裂的猪猪，财鼠，你人格分裂了，财鼠，情人节快乐，财鼠。第二，今天嘛是青牛妈噻哈，然后深夜的牛奶当然不一样啊。如果不放冰箱的话，最近天气这个臭酸味迫使我们的牛奶先生提早腐败，提早酸坏是吗？紫藤花不是紫破花，牛奶酸臭了。什么刚五郎什么？因为很知识西北语，其实
啊，施暴雨，因为下起来啊，宛如施暴，所以原来是这样子。然后讲久了就变成塞巴猴。谢谢深红哇，这些小知识你们都比我还懂哎，只是新手小白而已。等一下，浩浩老师，我看你懂得还蛮多的哦。今年台股大涨，你是不是已经赚一栋房子了？你是不是已经自己默默的收一套小套房了哦？你回来那个礼拜六会场蛮近的，所以哦，原来是讲龙卷风吗？请呢，有我看到淡水有一只猫在飞，应该就是薄荷，薄荷是你对吧？牛奶加一升就变成乳酪，对，像夜盘还不错吗？红7270多点吗？这个猪猪可能就不太懂了，因为猪猪没在玩。然后都告诉你，我刚打的是殷朝先生，原来你打的是五肉面是吗？你们如果哪一天变成劳肉面或者是干肉面，我都不会发觉了，我都坏掉了，好不好？我今天被你们整个玩坏了，好吗？对，金斧干练这个我承认，好不好？于是财鼠，好好打字，好好成为我的友军，好吗？财鼠，那些乳制品都是你的小孩，怎么回事啦？等一下，龙卷风吗？哀伤，爱情来得太快，几阵风吹完它就周锁了。布鲁斯拿起，看一下哦，驶到克拉克的面前，克拉克露出了，等一下，你所谓的克拉克是克拉克肯特先生吗？不要，布鲁斯太近了。布鲁斯调皮地说：“听说你很强，想不到在我面前也是如此软弱无力。”有吗？我真的很好好的跟你道歉，我真诚道歉，我真诚对你跟他娃道歉好吗？两位我们的双冠王，我们的冠军写手们，他们真的已经按耐不住了，天哪，他们完全在聊天室失控了，我的天哪，失控了。所以牛奶看憋了，看疯了就会变成气死。我懂了，你们刚刚拒绝我玩牛奶，把牛奶先生玩成生奶、干奶或者是鲜奶，甚至是告奶，是因为你们想用另外一个形式玩坏它。好的，真绝不凡的熟男们，原来你们并不是从中文字上面的博大精深玩坏牛奶，原来是从这个方面玩坏牛奶。好，谢谢，我看到了，你们果然是我的友军，你们舍不得只有朱迪卡被玩弄，你们玩弄起牛奶先生的方式也是如此的迂回。很好，我感受到了。牛奶先生坏掉的感觉如何？坏掉的感觉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愉悦，非常非常的欣慰，对吧？这就是牛奶先生坏掉的感觉。谢谢。我又追不到聊天室，今晚还出现龙卷风几率颇高。水龙卷的照片好酷哦！只赚一间房子，在Minecraft 自己盖的，用14年键盘，很赞很赞，自己赚一间房子在卖块也很厉害。水龙卷有没有那种，不管是什么样的龙卷风，只要出现在淡水，一定有薄荷在里面旋转，好吗？旋转跳跃，时髦薄荷。蝙蝠侠这样，对，会吃醋的，一定看出来看是哪一只猫，不就是你吗？淡水地头猫。爱情来太子什么泡泡咒哪有？克拉克肯特没错啊，超人先生。爱情请就几阵风来不要去 keep 中，因为牛奶都会被注入奇怪的东西，然后就变成其他乳制品，变成其他乳制品的形状，而且是从后面被注入的。我们真的是合家观赏频道，今天七夕情人节的大家都坏掉了，完蛋了！我觉得我必须快点结束今天的直播，今天的直播真的是很糟糕，就连朱莉卡主播也觉得很糟糕，好糟糕！等一下，至于那个形状，大佬们想怎么解读它是什么样的形状，就是什么样的形状了，谢谢。364/1的某个夜晚，牛郎步步于老牛身下。多年劳动养成的精瘦身材，在老牛作为社畜的，你想只能等一下。小船仔，你怎么也这么有，你有潜力耶！小船仔，你也有潜力耶！救命！请问牛奶被玩坏的心理阴影面积？不，他很快乐。这里不存在于任何牛奶被玩坏的心理阴影面积。
因为我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快乐。这个车速快到已经凌晨3点，好像已经凌晨4点钟了。对不起，我喝茶缓一下，不好意思。快乐的感觉真好，康大哥。我们家熟男们车速都超快，知道吗？只能说不愧是你各位熟男们，很会玩欸。这个牛奶坏掉了，不如我们拿去做乳制品吧。好啊，乳制品好吃，cheese好吃。还要得上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什么，但是我要重新声明，本频道很正常的，很正常，好不好？很糟糕，退播4年前了。我知道4年前的我太糟糕了，所以我要必须修正。毕竟我们的频道合家观赏。我说真的，我今年开始反省4年前的我真的是太糟糕了，所以不行。我们现在暑假期间，我们真的要负起直播主非常重大的责任。对，我们要好好的巩固我们身为合家观赏频道的内容。你们在讲什么？好糟糕哦，牛妈，我都听不懂，这么糟糕的内容可以呈现在朱蒂卡的频道吗？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边很多小朋友？结果小朋友讲的猪猪也听不懂了，完蛋了。猪猪眼泪自责。我知道我4年前实在太糟糕了，我努力修正到一点都不糟糕。合家观赏优质频道就是现在朱蒂卡的频道，谢谢。今天直播结论，牛郎是自由的，牛奶也是。我没想到会掉出这么深夜的牛奶，对，可能被作业逼疯了吗？小川在，没有关系。今天的你们，不管是被工作逼疯、被主管逼疯、被会议逼疯、被生活逼疯、被另一半逼疯，没有关系。今天的直播会留档。你们偶尔可以在戴上正常面具的情况下，来怀念一下真实的自己。就在我们2026年3月19号，今年度的7夕，今天的你们都非常的自我。非常的做自己。今天要是可以在本频道获得你们想要的养分，可以在本频道任性一次，任性一回，讲干话，我都非常非常的荣幸，也算是朱蒂卡功德一件哦。毕竟在外人面前，你们必须装成正常人的样子。来，我这边都变得好奇怪，你们好奇怪。所以你们说我这是不是做功德？我绝对是在做功德。我可以无限包容奇怪的你们各位，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这个叫双赢的局面，你们知道吗？双赢，双赢被大家称为超人。那你有没有想过一天会好？塔瓦，对不起，我真的是慎重的跟你道歉，对不起，我真的不晓得我这么久没开腐花堂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天哪！塔瓦，对不起，怎么我修不了完大街什么的？今天直播间好奇怪，我觉得今天直播间传出很奇怪的味道，真的是味道飘过来，你们知道吗？只要有个关键字自然开启嘛，我跟你讲，我365天都是开着的，而且我知道我多糟糕，更糟糕的内容我都看过，我甚至收藏，就是因为这样我知道太糟糕了，所以我必须把我的频道调整成合家观赏，知道吗？申请花布台与腐花的我不敢，这个我不敢，我真的不敢，牛妈，我直接承认我不敢。高3的你吗？幽灵先生，3月19，店总什么东西？3月19。什么3月19什么吗？什么？然后浏览看楚楚的真实，不是，是你们的真面目。什么啊？我说成3月19，等一下。你看你们这些臭男生，你们也把我变得好奇怪，完蛋了！我现在看出来，完全是，我们现在是大高雄高潭市，你们知道吗？整个一片漆黑，一定是因为这样子，完蛋了！我们时光居然回溯到3月19号，我看一下3月19号要干嘛？我3月19号要干嘛？我看一下我行事历，为什么我今天会特别 Q 到3月19号？一定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提醒着我，3月19号我必须回顾它。为什么？3月19号一定
这个是很悬哦。为什么我会提到3月19？4月19不提，11月19不提，2月19不提，为什么我就提到3月19？我看我在冲啥会？今年的3月19，我在冲啥？今年的3月19，我看到啊，我参乐桥甲韩吉老师在分享离婚相识，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今天直播的内容太过奇怪，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想起3月19号，我们跟若乔在讨论着《日花闪烁》这本书，我们同样推广着台湾文化。他要我找回那天的初心，找回那天正常的我。因为今天车速过快，就连救护车都来了，救护车都来载我了，救护车经过了，救护车停下了，救护车你来干嘛啦？我今天很正常，不要来找我。我刚刚讲错了啦。不过时间过得好快哦，3月19号3、4、5、6、7、8，已经过5个月了哎。我们的文化部赞助的这一档活动，基本上就是到9月初结束，时间过得好快哎。文化部爸爸赞助的那个表单，大家你各位记得要填写哦。猪猪，我不会填写文化部表单怎么办？不要紧，你即马就随家你这个3200也是3800，这个上过这个总裁这个会员，我帮你下就好啦哈。我们有总裁真的是直接加入了我们3200、3800的最高会员，原因只是因为就我不会填写文化部的这个表单，我不会填写。哎，这不是肯德基啊？对，没有关系，这不是肯德基，管你什么鸡，猪猪帮你填。这不是肯德基没有关系啦，我们大高雄工业国都不吃肯德基，我们吃什么？丹丹汉堡。没有业配播出，谢谢。好了，我又讲了什么啦？从哪里注入？等一下，牛奶先生，你真的坏掉了！等一下，只有倒退5个月。我他都是公销欸，一定是某一个声音要我回顾一下。那个时候的我多么的清纯，多么的正常，好不好？而且又是玉女系的来宾洛乔，他要我好好的回去看一下那天的直播档多么的干净，多么的清纯，一定是因为这样，牛奶变成包袱，牛奶坏掉了，牛奶酸掉了，把疤漏掉一边的窗口。对不起，我把那个疤砍半了，我另外一半被我丢掉了。我看一下，就安排明年的3月19的样，找回夫妇的我的样，送猪猪去凯旋医院，可以不要吗？大高雄工业国都知道凯旋医院是住什么东西的哦。我们凯旋医院基本上在大高雄工业国，就是对，就是可能在心灵上面需要被辅导的群众。所以就是我只能说这一块真的蛮辛苦的，还好不是警车。我觉得救护车来真的还没关系，我真的很担心警车过来，你知道吗？这真的出大事。小妮你来呀！我们在谈，我们今天的话题真的很正常，我认为很正常，但是越来越飘出奇怪的味道了。对，祈福救护车大哥平安，对，下午平安，真的耶，我觉得每次看到救护车在经过的时候，都要马上让位置不然有时候这种东西就这样子，你真的晚1秒钟或者晚5秒钟，可能一个生命就燃烧殆尽了。对，所以每次看到救护车，真的都双手合十，祈求平安。小妮妮，我的头像是大家赏赐给我，以及小妮妮赏赐给我的紫藤花，对吧？对，就是牛奶被制成乳制品也是很正常的，没错。感觉现在猪很需要去一趟凯旋医院吗？我跟你说，要是我今天去了一趟凯旋医院，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去，在场的你各位观众们必须跟上，知道没有？是不是？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去？太无聊了，你们全部给我跟上！我这边直接开个线下一拳特点，直接进行，知道没有？我们凯旋医院线下剧，谢谢大家。在心理上面需要辅导的群众，不晓得为什么这边要就是好的，等一下。
是他总，我们这个话题的确需要深入探讨，但是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加委婉的一个讲法了，因为那些群众真的很需要被帮助。但是不得不说，我们线上也是有各方面苦撑着自己的生活压力的，大家也很需要被帮助。只能我尽其所能的陪大家讲干话，就是这样子。但是真的要进凯旋医院的那些群众，我再也想不到更加委婉的方式。我只能说他们非常需要被帮助。对，没有错，就是这样。味道像臭豆腐，但是香没有错。康当哥，基本上看到救护车一定要让，然后祝他们平安，一定要双手合十，给他们一个大拇指，他们真的很辛苦。头上这么多紫藤花，还是他是日本武士，还认识一位，哪一位啊？哪一位？而且时间来到哇，4点14分了，谢谢大家，我不晓得今天大家会变得这么有味道的形状。我今天其实跟屯妈讲说，到4点我们可能就稍微好好吃个饭，因为昨天我真的是大病一场，我直接整个人瘫在床上，我妈就有点吓到，然后我就说没事，我今天还是想陪一下大家，然后也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我原本想说大概3点半我就可能会出来，然后我们炖个汤一起喝一下，但现在好奇怪的话题居然延续到4点14分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后面背着一个木箱，然后那个木箱里面很像是他很可爱的妹妹，对不对啊？我觉得我就今天一定要来唱一首大哥没有输啊！我是不是真的该来唱一首大哥没有输啊？OK， 然后我看一下，如果你住北高雄的话，可以推荐嘉南疗养院，这个我没听过，但龙发堂猪猪这边倒是知道。对，男人斗剑最好看了，小船仔，猪猪姐姐懂哦。然后不，猪猪需要补充营养吗？没关系，我觉得你们今天已经给我满满的养分了，在心灵上满满的养分。我觉得我们合家观看的这个频道，在今天就是有一点像高谈式的这个。我不要说夜色，但是它的确已经变成了一个夜色的形状。我们这个满满大高雄高谈式的这个夜色，配上今天的这个过于成人的话题，我不会忘记今年的7夕情人节你们对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各位狼们，各位大佬们，谢谢你们的赞助。各位狼们，各位线上的绅士们，谢谢你们如此有味道的话题啊！探假郎，等一下，探假郎，对我记得之前有一阵子我很爱唱《鬼灭之类》的主曲，然后其中有一首歌，很像变成那个什么探假郎的什么，等一下，我觉得我记忆错乱了，我天哪！你知道我最喜欢 DC 哪部电影吗？蝙蝠侠对超人吗？因为你觉得超服吗？你觉得服到你整个快生活不能自理了吗？牛妈，我想一下。好，那个剧情我想起来了。好，牛妈，如果你想的是那个方向的话，我懂，姐妹，我懂。鬼灭之恋，我觉得我今天被你们玩到快疯掉了！天啊，我要去和他了，我不要理你们了。男生都好奇怪哦，你们这个都是怪怪的男生，我要去把你们丢到其他主播那边了。你们都好奇怪哦。我们看一下接下来降落到哪里哦？我看一下诺诺在干嘛？诺诺不可以关台，姐姐要过去了，好不好？哦，对了，然后也恭喜诺诺，他是不是这个月啊？他这个月没有逃过一劫，他这个月被彩彩送暖，就彩彩的转移给他，然后小喵喵的转移给彩彩。哇靠，这是什么食物链？这是什么食物链 ？OK， 好，趁钱人，好啦，希望大家
在今年拢是趁钱人，好无？小天不是趁食人哦，吼，趁钱人，吼，希望大家都会当赚大钱，吼，希望在今年的大家都可以赚大钱，好不好？也感谢今天左排的这一排站住的大佬们，谢谢各位狼们。各位生狼们、武狼们、老狼们、靠狼们、告狼们、干狼们、千狼们，我还有什么狼没有讲到？你各位狼们，还有探吉狼们，好不好？我不要说探假狼，告辛苦诶，探吉狼，你们今年都要赚大钱，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各种狼，好不好？各种狼，大家都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然后赚大钱，这很重要，好不好？各种探吉狼们，谢谢你们大家。虽然说今天我们真是呈现了一个非常朦胧的七夕，对，也玩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味道在聊天室，但是我相信大家在待会结束直播之后，必须戴上正常人的面具的那个当下，一定会心灵倍感踏实。毕竟奇怪的你们都被我收藏在今天8月19号的配信。要是你们偶尔觉得很怀念那个奇怪的自己，记得打开我们的配信，多多补档，谢谢大家。对，蝙蝠侠把超人压在地上，那个2个人的那个胸部堆叠，你知道腐女看得多开心吗？美队的话他是很帅，可是我之后发现队长常常做一些很奇怪很麻烦的事情，然后让人家去收拾。就觉得他好像有点天然呆这样。炖汤也是啊，就像把不同的食材我真的觉得经过今天的配信，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久久不开棉花糖，很像是千古之最，我真的很抱歉。他也变得好奇怪的形状。然后才女帽，对，拢有趁钱对，祝福大家，不管是查甫还是查某，拢一定爱趁钱，趁大钱，好不好？也感谢各位大佬，让我头上这个是纸的花，才不是什么纸的破花。诺诺在玩硬币是吗？好，诺诺啊，姐姐要过去咯，姐姐爱你哦，也祝福诺诺。这个月我们小天总裁指定的棺材板，诺诺吃得好开心哦！谢谢大家的爱戴，感谢各位七夕快乐，七夕情人节快乐！各位咱给那里七马生真的啊，七牛妈拍谁？七牛妈生今天是七娘妈的生日不嫌弃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拜个拜，祝福一下生命，好不好？要确定诺诺等一下接得住，诺诺要关了吗？店总。诺诺在赌吗？这个坏孩子在赌什么？姐姐还不快揪团过去看一下？谢谢大佬们，今天看到满满的牛奶，也谢谢今天让大家看到晚上被注入满满液体的你。多谢大家安，真的是安呢，因为我现在我的窗仔门看出去，真的拢暗呢，就很暗啊，就很像在晚上啊。谢谢大家，我觉得蒙上了一层朦胧美，大家真的会变得很奇怪，就连我都变得很奇怪。怎么今天的内容会变得这么奇怪？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那个味道好重哦，好喜欢哦。这个朦胧美是你们的开关吗？原来必须要开启这个奇怪的朦胧美，你们才会变得越发奇怪这样子吗？好，天时地利人和，只能说气氛到了，大家都超数了，气氛到了，大家疯狂超数天哪！好啦，多谢大家七夕快乐大病初愈的我，今天的内容一点都不大病初愈，一点都不像大病初愈，我的天！好啦，谢谢你们，初见你好。阿懒哥吗？谢谢你们。那不嫌弃的话，欢迎订阅猪猪频道。然后明后天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会继续练歌。肚子好饿，猪猪要先去休息，喝汤了。救护车来接猪猪。好，没有问题，因为
猪猪肚子饿了，大病初愈，我要去好好的补充我的蛋白质。我觉得我今天下午经历了一场就是车速我今天上了一台车速有点快的游览车，我现在有点头晕，你知道吗？我像头晕目眩。你们是嫌我去那个什么昨天的凌晨吐不够是吗？吐不够，然后晕车继续吐这样子，哇靠，车速狂飙欸。感谢马克先生赠送了2个汇集啊，肚子好饿，也谢谢你们今天大家的赞助以及赠送汇集的大家，明后天见啊！朱迪卡还活着，好开心啊！对，坏掉了，我觉得我今天是坏掉了，但你们比我坏的还彻底，你们今天坏的比我还彻底，你们好可怕哦！天啊！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ルロ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诺诺的频道，谢谢镇定哦！哇，2位观众都被我们马克先生送到会集了，神准欸！谢谢。那么拜拜了，8到9爻欸，好饿哦。